第一是人着高马是差不多被死，是人看到火的啦。你捌聽到無？人看到一個火了，一個暗坑，然後我聽咗，聽暗你講過坑嘅尾有一啦。個火，了伊人要對個火。我 search，我我幫咗隻，我幫咗隻，攏聽下咧。OK。有真正濟安尼款嘅故事啦，特別一人啊，你袂使講嘅啦，伊人。伊是較濟是你會感覺，你袂使想着幾個，你感較濟是你感覺誒，所以你袂講嘅啦，一人，我家己無相信鬼，特別你若是要相信鬼，你相信鬼咯，我都無講，我都無，我無講啥物，一人會感覺，你嘛哪會講嘅啊嚇？英國中啊，一禮拜前拜六。南西人來我位嘛？哦，南西來病了啊！了伊有講啥物無？你會記表出？你會記表出？伊有講啥物無？有，伊看到佢哋等南西來叫南西教亂講。等南西，你哇試過個無驚啊！南西。誒，南西，你去外國厝了啊？你看到伊個假表厝無？看到。我幫人嘅，伊個草真啊長嘅。我暗暝去看袂到草。哦，你嘅，伊無啥物事啦，嚇，無啥物事啦。後整啊，無物事啦，阿妹啦，我就甲你講。攏看到我後尾有啥物？後尾有啥物？後尾無去後尾，伊看面前呀，伊行入來看到，伊看見就看到了。係好嚇，跟人家問講過。付諸啲即邊架咧，講梗係掉車驚你。OK，到最近。南西我無驚了，南西我無驚了。你知唔知？毛牛行一項嘅物件好啊？哦，辟邪啊！啊，你看裝來啊，攏看。誒，冚唪唥山，誒，古堡了，係，有 mustach 哇，大漢啊，攏看。大漢啊，人 KL 字咩啊，baru。聽到。聽到，誒，sama belakang ni KL berapa ini？Ana冇計擺硬包你啊？冇啊，啲Penang。哦，itu ke Penang。Ini Penang tapi wang ucap kacang ah。因為我對佢時候，我對佢去叫啊？我冇看到你 brother 你單。哦，日本嘅，係咪？sambal belacan 都睇到去大學了時候。咪大做工了。係咪？哦，做就 over 了啊。冇啦，伊是看你嘅少年呢。Hello。我做工做4年了。哦，你做工去 KL 啦？啊，我哋 KL 做工。真冇參咩人 KL 人。係啦。咪你係做？有一擺伊個無用啦。哎呀。sambal belacan，sambal belacan，你人點啦？我要講我介意啦。我冇聽見我識介意啦。sambal belacan，你會記咩？咱去在關嘅時，你翕小影啊，咁了人啊。sorry 啊，我冇討你嘅 permission 啊。我 baru 接去 Facebook，我用你翕嘅小影啊。唔要緊。用啲我 profile。你看我 profile 啦，是你翕嘅小影，你知無？一嚿翕小影嘅嘛，小影。啊！哎呦，我看伊真正搞咯，我安尼 cap 時啊，伊做好啊，差不多好看。係你真係 Thank you。你sama belajar lu mesti kan lu waktu ini sih lebih kawah hip sa ini aku bodoh terus tahu. Nah, ayo bodoh dia lu. Why hip lu suka Vogue aneh. Hala, John ah, ini nasi hip lu ah, lu siang movie star. 英國將出嚟sambal belacan 嘅小影是咧 black and white 嘅時候。哈，真係水誒！我就老講我 cap 時即係，我唔知係咪是 cap 時嘅，你知哦。啊，做啊，你睇我咪做呢款啊，呢個腔那是吹你嘅面條條。呢邊是條筋嘅。
條絲水啊邊，馬手嘅勁。大水。哎呦，你 better 咁樣協上，因為 before 我變老時。老了嘛。唔要緊，有 Photoshop 嘅。啊，有 Photoshop 嘅啊。會 Q 嘅，唔要緊。真係。係啊，OK，嚟啊！係，你都嚟去睇喂。哦，你咁配啊？你是咩？你講誒，你名咩？你得嚟？Kopi店啊 ？restaurant 啊？你食錢哦，食多哦。上個是巴嚟嘅。你揸一間吧，你得嚟講誒出聲啫。好。你知道咯？ Hello。啊，你知道？你啲包呀？你聽到我講話呀？你聽到你講話？我講聽，你就是要看嘅，然後你先去看，你邊度 join 你看你 view 度呀 ，view 你就未看，你就未 join 咯。你要看，你去看你Skype 嘅你邊啲學緊嘅網頁然後你去看，邊啲學緊.com/live 就看到。好，我知。我是我俾人吐出嚟。你嚟講埋。特別我聽到人講話。咪。我正正亂。一定會知道嚟講，你當去看 YouTube。冇聲啫你。好啦，幾咩 story 啊？等我看幾咩 story 啊？叮當，我換sound effect 先 ，OK。各位聽眾，歡迎來到故事節目。故意告訴你新加坡啊嘛，新加坡冇辦當啊，就講故意告訴你啦。我嚟睇電視，我被正叫講成你隻股部對嚟一300 belacan，歡迎。Hello。真正股部對嚟了，我想到我鬼倆去了。我終於來了。我能看你對嚟哦。有個老椒晴子，歡迎。Hello，歡迎。晴子你 camera 介明嘅，我唔係嘅，咁樣掉。啊？你唔係介明，你 camera 而家就係明嘅咋，邊個白兩人嘅了？哎呀，抓咯，佢俾隻先嚟 iMac 了咯。啊嗱，兩個聽英國調嘅聲咯，歡迎英國調。Hello，大家好。一部上線鬼，特別一個是講鬼告訴我，要做幾多場嚟講，有個有日本嘅歡迎，喺北邊啲聲冇嘢，日本嘅有個有阿涵，歡迎阿涵。Hello。tàu ghé lại đó. Cô tàu ghé,歡迎tàu ghé，幫佢接嚟。而家試下把佢舊嘢，把佢呢樣嘢。哦。Alpha brother tàu ghé. Tàu ghé bên cái tuần lận nha. Cái tuần lận. Sống xin nhiều á, bà bị đau. 了個有，等陣個有一間個講了個有老椒都對來了蘑菇歡迎。Hello， 大家好。蘑菇真係鬼告訴嘅，唔係咩？我不รู้個淡薄，特別唔是話，唔是發生話嚟啦。咁就話講咯。你講下這度有發生咗啊？
無啊，我換關車。講叫啊？豆做嘅啦，哇，豆嘅，豆嘅，豆我嘅，豆嘅。係時候講公布，你使用講喎嚇？講公公布，有講講講講話，做咩用講公公布，冇啊，哦。你個大兵羅人啊，你個大兵羅人講樣嘅。我用 hand free 嘛，冇咯，咪老有公，咩我講？啊，乜話講好似阿咩講啊我？伊唔是有講咧，伊講咧是個講我冇聲氣咋。我呢講啊就冇聲氣，伊成日你講就啲浪交會搶氣啦嚇。無，伊是講。咧講。中心嘢，我冇咯，我不要緊，你講話曉，你是你一句話嚟講，你講兩個字呢就會聽到咯。你是講佢第三字就冇俾人聽到，第四字就冇，第五字就冇去誒。所以你講是你使講兩句呢。唔係啦，你估冇聽到意思啊？豆嘅，你我話嚟好啊咩？曉你聽到講未有？未買到。無，伊要講啊，你看，伊要講我愛食龜甲，啊哈，伊要有複述，我講伊要。New paragraph，兩字 new paragraph。嚇，然後伊要講豆嘅菜脯番椒蔗，啊哈，甲西地。OK，嚟啦，講幾個數啊，這禮拜啦講幾數，我俾就係呢度是定節，家陣是揸定月節是。情節就講要叫男仔去伊厝，解看伊隔壁嘅鬼，看即講嘅鬼告訴講人怎，嚟講我聽下。男仔啊？是男仔啊，情節嘅男仔同我哋講啊。伊會隔壁，我看我是頭前是無咪垃圾，伊無因為頭前是。無垃圾安怎啦？意思講無講垃圾惡，嗰是下物件啦。有看到啦，我 feel 到我知有。嚇。厝頂嗰邊㗎。有啊，厝頂嘅呀，伊係厝頂嘅呀，伊厝嘅厝頂，伊邊係厝頂。伊隔壁厝頂啦。我隔壁。你叫我看隔壁了嗎？隔壁嘅厝頂是向個口還是向內邊嘅厝頂？向外口嘅厝頂啦。係咪拍住拍個頭前啊？了，我是去甲伊後尾kitchen夾水裡面時咧，我就會驚，但伊後尾伊較惡咯。你後你冇教我講男仔後尾外邊有啊？後尾有，伊後尾紅包邊個有？我嘅紅包啦是後尾嘅紅包，後尾隔壁嘅紅包。後尾紅包咯，迄邊個係 area 啦。我嘅厝嘅後尾啊。啊，你厝後尾。因為你厝後尾是甲隔壁嘅後尾紅包是零嘅嘛。嚇。啊，迄邊個你有特登有聽到聲啥物哦？迄邊個你徛佇kitchen嘅先，有無垃圾怪怪哦？你 feeling？無啊。無啦。啊，你冇都免插伊咯，冇就免插伊。啊，無啦，免插伊哦。嘿，等陣，到底嚟講就我前面嘅就去 before 我請嘅時候。我唔知啥物，我可能4:40啊，就去請起來是我記，還是4:40幾分啊？可能我到南西你感覺看，你再甲我講者，特別若是小片嚟講，你就要做無你驚甲講互我聽。我嘅厝是我無垃圾啥物物件。你倒落去厝？是美國嘅。美國啦。啊，แล้ว早起嘅時，我聽到一個聲哈，是我兩人，阮聽到 Bruce 甲我兩人，阮聽到我一大聲甲我人請起來了咋。特別一聲啊，安尼一聲，一聲啊，唔是咧，一聲，一聲，是做表是唔是？精神病啊！精神病是唔是？好啦。唔是我啦，掉啦，唔是我啦，早起4:40啦，然後我就請。是會使整嘅，早起整個後邊嘛。即係半夜2點早起整個好啦。半夜2點幾時地爽誒？你困起啊？定得不講你困起後你別嚟講，你別嘅時就爽嘅。But anyway，早起聽咧，你聲咋？因為咪是。就病起來咯，我成日唔知是我鳥啊，上面咁唔是喎，伊個到底我卡啲困咗，我請係時有醫保嘅請咋，
然後 Bruce 講，Did you hear that？我講有啊，我講我真唔知喎，我是唔是？唔是喎，因為我走去看，特別不幫行啊。你個家去看啊？啊，即係冇去看，嘅嘅款啦，然後冇啊，意思啊，上個到底我係聽下邊嚟。南西有安尼 comment 無？無喎，無垃圾上會啊！上會正300啊！阿妹我阿妹小王拿晒，有可能是搞嚟，往個厝你不會嚟搞。哦。啊，然後你搞佢啲佢嚟厝嘅，Not from my true. Is it from my living room 下邊邊嚟？特別我 living room 下邊有伊藤啊，有梅下邊嘛，都有可能就係下邊。阿 John，嘢聲奇怪喎，搞到香港安尼嗨嘅聲咧。搞有可能啊，你係先，但係咩？我未。John 我是三年你人冇好飼料嘅啊。哦，特別一直到啲，我唔知咯，我都唔捌聽過呢物件。你大聲咁樣攞人你是貓啊？你那邊有隻貓哦？誒，就冇咩想緊貓嘅聲咧。貓會做真奇怪嘅聲，when 伊人整300嘅時，也是 when 伊人愛小拍嘅時啊，伊人聲真拍死嘅咋。特別個人領應該是咪點聲？特別貓嘅聲，我係聽到個，我知講貓係做咩聲，特別即是成個，我知。那聲喎。有款鳥整300有安尼嘅聲誒。哦啊，我另外個鳥整300啦。แล้วโอเคสามารถ講 sorry 你講到對你處啊，行業就去小掉我 check 4點40分先。南西聽到你講啊，我想起啊，我隔壁嘅後尾有一個大樹欉嘛，迄個物件是迄個樹欉嘅入來嘅咋。是啊，我唔知暗啊，迄隻阿妹無我無看到，阿妹下面。because 我若是早起有時啊，我若是無閒啊，我6點咧，我暗濛濛啊，我就去後尾我下我嘅衫去washing machine，特別我若是出去，我嘅 sensor light 就 on 了嘅，所以我無啥物代誌，我無 feel 到啥物啊。哦。特別南西是講去後尾時是感覺較香啦，到底頭前嘅較無咁香啊，伊是上一個物件咧，還是無上嘅？啊，無上誒，是唔是個蝦？較惡咯，後尾。是唔是個另外嚟？唔知喎。特別講個哪個惡誒？唔是個另外個惡，我想講我想是伊個 neighbor 是個另外嘛？我無個另外 neighbor 啦，吹。伊是有番仔 neighbor 嚟嘛，定買水嘅咁樣。是唔是迄個番仔飼幾件？是，無特別這個厝空空了，迄是番仔。我知是迄個番仔，伊人請伊個厝嘅時，若顧伊厝互伊嘅，了伊人無請咧厝嘅時走嘅，所以迄個一間厝有伊厝先內面嘅，迄個我知啦。特別我住這邊30幾年了，都要40年了，都平安都無啥物代志嘅。Of course，你無啦，無平安嘅，你無事嘅。但我到我厝咪上平安。你無煩惱，你是平安嘅，即係伊唔是講啥物嘛，去喊你別嘅，是講可能我人來嗬，伊個垃圾講 ，maybe 我人 not friendly or 安全，因為你是大啲平價啊嘛，你估啊嘛，就講我人無咪 friendly or 啥物，所以伊人較惡嘅。哦。喂，到底 Skype 微信嘅人是咩咩？你是講 Skype 微？我是7號啊。哦，7號，歡迎7號。thank you，係。7號幾個時講未了個。7號你聽到忘個了，但係你聽到南西嘅聲啊。我係 OK，แล้ว等陣我被แล้ว平時你嘅厝。冇，幾件掉，咁講幾件事，我係一個嘅親戚啦，我對佢是一道對佢是伊翁是禪人啊嘛，然後伊度有伊個親戚伊翁嘅邊嘅親戚有咧禪人啦，馬來西亞人特別禪人啊，
伊會看到規件誒哦，甚至同我講，個介紹伊互伊看者，伊個看到寫隻囡仔褲後尾你看你啊，特別伊規件毋是無白鞋喎，伊是成間唔知嚟是高厝你看你，伊成個都高喺厝你看你又唔知，我看到伊互我看伊小影嘅，伊看到伊有影時看到是一個囡仔褲在頭看你看你咯。แปะเนี่ยเสียไม่บอกครับหนาที่ข้าวหรอมา真香诶！อาหารนี่บินเราไม่ใช่เสียมหลังวุ้นหรือใช่แก่ๆ做เสียมหลังหรือก้องหัวเสียมหลังเหรอวะ怎么same no different 嚟講對句John 我聽嚟 John 啊保齡嚟講對句tầm mới xí á anh John là bọn John anh con là root bully là bọn con đấy là quý đồ thành John là sẽ ai học con quý có số là hả quý có số không ấy 我講一個嚇，你就叫我講幾個，我就啲想，佢啲想，講係是戲嚟，特別我唔知人應該人都看過啦，伊是戲，特別伊個現實有淡薄關係啦。你講點解有一個番仔戲啊？唔知嚇？講話？OK，點解有一個番仔戲 TV 做嘅啊？唔知啷個會記哦？伊是做一個啥個？伊做到到尾迄個人變成黑人面影佢出來個會記哦。什麼會記？我會記。了，多啲假是講人聽到伊念經吼，咧人去買字要丟啫。哦。嚇，有影。上個係你應嘅你看。我唔知啦，伊。你聽我講啦，伊是番仔戲來，咧伊念迄個經啊，伊念迄經，伊變鬼嘅，伊人變鬼去啫。伊是人來，咧伊是個屬個叫查某嚇，咧迄個查某無是個伊去嫁互別人，咧伊是無甘願咧，伊要報仇啊，是安怎啊？我無咪記啊啦，咧去找一個是個查某嘅保姆，就係一個老嘅。厝囝內邊，你某某老咧，伊食伊嘅迄個病人啊，擼伊出去啊，แล้วต่อไปนั้นก็แล้ว念ปีจำปี念佢，แล้ว伊家講你是被買食物件咧規節嗬，แล้ว伊人叫啊變生魚，แล้ว成個骨頭出來咯，會記我這出戲，這出戲嚟，แล้ว伊叫啦。哈，對，咱即老即老是咁摸開啦，伊就是搭卡手伊咯，佢做開伊是人啊，做個變成鬼啊，咧伊只有力，只個有 power 開，咧伊阿妹是走住人嘅厝嘅，然後會去咧伊只個會去強姦查某是蝦米啊款呢？伊變人開去。咧係你本來是愛 control 嘢啦，尾實變可以 control 到對變到一個人，即隻鬼啊變到伊成個被 control 嘢嘛，伊出來個口做歹事嚇啦。咧係你規個kampung嘅人喎，伊就叫個啦規人規番啊個啦kampung啊，人知講一個事啊嘛，咧人就漸念經咯，念經時被拍到嘢嚇啦。咧人念嘅經嗬是唔知啊咪一路我唔知係咩啊？啲人特嚇，一路唔知啊？因為唔知咧，幾多堆嘅人念字了啲頭殼，堆人特別念啦，所以一下只大聲啦，只昂下啦，咧你鬼咪是啥？只坎坷係咪好咯？แล้วแกจีสิวังขวาแล้วจีสีแล้วก็ไม่ยังบิดจะได้กุยไหลผักตัวจะได้กุยล่ะแล้วแกจีสีอ่ะจะได้สีกุยแล้วสียังอุลังขี้เบจีจะวังหาเป็นไงลังอ่ะอีมันจะสีบิอีหลังกออ่ะสีบิสีหลังกออ่ะแล้วยังเดี่ยวจะเดี่ยวจะอีตัวให้เลยยำเก่ง嘅อิ่ม啊愛想啊，成日
要啦喎咧，唔知係咩啊？誒，即係有影，佢只是人去俾人咧1個啊，是4個人叫啫。叫我往下邊嘅厝邊啊，往下邊樓厝邊，人叫啫，即係有影啫。哈，厝邊啊，厝邊。我唔知啷個記，即個數。音叫其他嘢건드리嘅喎。無啦，只是做戲嘅，我是講看戲嘅人聽到人念經啊，人去買嘅字，我係厝邊啊。我係樓厝邊嚇，人看這戲啊，這 TV 這戲真弱，迄陣時一直做出來，人甲人點啲講，這出戲因為捌看過啊，捌看過做緊呢啥，伊鬼實真凶啊嘛，咧人個真濟人啊，直念經，伊係 proof 講伊係經嘅 power 嘛。咧嗰陣時我係厝邊人去買字，แล้ว用咩叫啊？唔咩喎？4個，我成日講人8個啊，3個1到8。誒，兩個，等陣我今日會唔會叫到對7號對哪一號7號？7號，你個幾個事你講？真冇想法先。OK， 我叫別人講就少啲時候我講啊。個有咱這邊咧，這要講個清楚個物件先你幾啊？啊是英國中，你對邊咧有幾啊？好啦，你講戲嘅，你講戲嘅幾啊？我聊到啊，你知伊個 Exorcist 嘅故事無？你知我有一個朋友住去Chicago啊，伊講我聽 Exorcist 嘅有影是真嘅故事，你知無？你講我聽，我第一，我 number one 嘅聽就是 Exorcist。伊知因為伊是Chicago 嘅人嚟，伊 Exorcist 嘅故事啊，有影是佇那邊Chicago 嘅所在嘅，所以伊細漢嘅時就聽到了。即個查某囡仔啊，有影伊入入群樓啊，แล้ว伊死佇那邊去病差無？伊死嘅時啊，伊會規入群樓啊，無電去啊，咁樣暗，所以伊講我聽啦，我特別我知啦，我就無相信，我講無影啦。伊講伊家己細漢時，伊個安怎啊？伊個我想伊個爸做工啲迄個陸軍樓嘅啦，所以伊個爸講互伊人聽啦，所以伊特別講我聽是有影是真嘅故事來，有安尼借伊個宗教嘅神父啊去找一個查某囡仔啊，未做互伊好事啊，然後尾來啊，伊個查某囡仔死去。幾歲啊？嘅你知啊？你知幾歲啊？查某囡仔？哦，伊較大漢了，13歲、14歲了啊。哦，這個應該定下記特別聽。定下。我之前講過了嘛。我聽了，所以我會記講，伊真正相信這個 Exorcist 嘅 story。哦。嗱 ，actually 嚇，我只嘅理本嚟聽到是，我 church 就是 in the Catholic 嘅嘛，所以聽到咧，呢時啊，真正驚了咋。就是伊個戲出嘅時啊，我未通看，因為我去英國去 boarding school 啦。我 boarding school 是 Catholic 嘅 boarding school，伊人 ban，可能伊人講人袂使去看，所以你若知啦，囡仔你若是講袂使做物件，伊就袂做嘅咯。所以人，我無通看咯，我看到 Exorcist 我都真正大漢了啦，巴魯加12前了，我巴魯加看到這頭先。真驚咯，我真驚，伊到底成個咧？你到底你名稱啊？安尼開始講了普及嘅，伊拗嘢車物件啊！伊卡會變，就係人去比先。卡變我都無那驚，你都無好笑嘛？然後你把手變大去啊？特別嚇物件？我感覺你都唔敢看，驚死人。哦，特別無驚啦，大漢人看無驚。是講頂到做咧新嘅一個這樣就 remake 一個新嘅 Exorcist 啊。都嘅第二出咧，哦，你講你 mix up 了，你都嘅是 Amityville Horror。你冇即係冇你新嘅 recently 係你新嘅，三整啊，三四年整嘅 maybe。你是 Damien 啊？唔是，你澳門有你講。
The Omen Omen 嘅是嗰是 Damien。我只講澳門我記看到澳門嘅事，伊咪是有一個新嘅叫，唔知講掉，伊無穿衫，笑得只 muscular 了，我哋看下流汗。伊後尾唔知是出咧66係啥物嘅個只。阿 John，你個會 remember 即係8年啦，即係流出嘅 muscular 8年啦。喂，你 shoulder 只 attractive 嘅對話。So John is a shoulder man. Oh yeah, shoulder and cut through. Any guy that muscular 就是伊流出短嘅。你看下係我個抓。แล้ว等陣 OK 個轉個阿涵冇講到伊幾件。OK 是我啦，但我嘅朋友嘅爸啦，伊是一款。like moonlighting as a bomo 嘅迄款人，你知哦，哈哈。伊嘅厝咧是真濟番仔幾隻一罐嘅咯。伊去燒，伊是番仔嘅，不是？番仔。OK 哈。แล้ว伊嘅厝咧就是第一陰濕嘅地方嚟，我人經過，去學堂經過是真驚嘅喎。哦。แล้ว有一個大樹啊。真濟鎖呢啊，是像個紅毛戲嘅紅燈後生款嘅咯。我問你朋友嘅爸是阿甲幾歲？60幾歲啊 ，before 伊死嘅。你看伊嘅拉薩對伊上啊有。我人無看過伊嘅，看過伊嘅媽爾啊。哦喲 ，OK。了，伊骨底下伊拍我嘅朋友嘅喎。哦。แล้ว伊浸水伊細細漢嚟時浸互伊浸水啦，拍伊啦，哎喲，真可憐大嘅。着 abuse 啊？着 abuse 咯。了伊番仔真濟某嘅嘛，伊嘅媽是第二某。哦。了伊嘅大某講你嘅爸是某某來，伊是會着possess嘅有時。哦，是講伊是拍你條接鬼啊，個拍啊。哦。แล้ว我朋友講伊爸死嘅時啊，伊心臟愛開刀啊，迄個 surgeon 開袂到伊個皮哦。喲。因為伊係將比啲伊個身軀啊，袂互人刮到嘅。哦。伊骨底做病嘅嘛。哦，哇，原來。安尼就真IC咯。真歹。真正歹 superpower 呢？可惜嘅。哦。了愛佇伊個厝啊，夾了伊迄款幾件物件，搞小夾了伊較會死。哦，我捌聽過。了會開，了安那會開着哦。會咯，會開咯。會開着啊。會開咯，即當今我朋友把死了，迄間厝啊無淹濕了咯。哦，了伊就俾伊個幾件個了夾走去啊，伊個會開着到啊。哦。伊人安怎互伊幾件走？唔知喎，伊本未曉講喎，我朋友未曉講。嘅理哦。被請走啊。了伊細漢嘅時嘅爸甲伊講，我朋友嘅爸講啊，若是啊，你有迄款 road accident 嘅血啊 ，road accident 人死了嘅血啊，攏車死了伊人。你就搶迄款檸檬水佇迄個血迄邊啊，你會聽到迄個鬼嘅叫聲啊，真大聲恁款嘅。就死了。你死嘛聽。檸檬嘅水是啊。檸檬貴啊，巴魯檸檬巴魯檸檬貴喎，講。巴魯貴啊。你係好嘅腦殼啊，我買做 cheesecake 貴啊。係啊。伊人用檸檬嘅葉甲檸檬嘅水洗，互伊清氣嘅嘛。是啦，但是你係啲迄款唔是芥辣咩喂？檸檬芥辣 any citrus fruit 啦。哦，芥辣甲番薯有冇用芥辣咯？有芥辣甲番薯啊，家己會知啊。是啊，伊即個樣用是叫狸貓卡也去點伊。狸貓卡蘇里係是泰國柑呀，泰國柑。泰國柑葉。是嘅來煮咖喱嘅，係泰國柑啊，冇咩柑。吉多粒嘅係咪啦？
唔是吉拉啦，必吉拉個豆粒啦。lime 水柑，lime 水柑啊，水柑啊。吉拉水柑冰。學掉嚟啊，學掉到啲雞嚟。大家 Hello，阿龍。冷炸子射子。哦，恭喜發財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我呢禮拜啊，唔知係啦，佢哋禮拜喺度，個禮拜整啊。個禮拜整啊。哎呦，炸子個禮拜整。幾歲啊？幾歲啊？23歲啊？嚇！你少年呀？23歲啊？唔係你個仔24歲嗎？小樣誒。嚇？那點？你是要 bullshit 啊？我係咯，都好浸過命，都成日字㗎。我想未喺度昂嘅未字啊，乜圖？我咧，你冇去看咧，你我諗明日係輸啦，一時啦，一時啦，一輸啦，你冇俾掉。哦，一時啦，一時啦。迄個對起啊，迄個7號，等我可能 join 加到啲7號。嘢好聊啦。你 join？我未必看到你來啊，走嚟啊！直接叫啊，直接叫啊！我是想着講啊，頂過節時啊，然後講着幾個迄個奧蘭布年哦，奧蘭布年 actually 個阿毛伊是 elf 嚟啦。哦，對咯，你講嘅就是對咯，成個人看咧 Harry Potter。佢哋 Lord of the Rings 啊，Lots of the Rings 啊，Lots of the Rings。西羅版啊。elves 啊 ，elves。唔是西羅版，西羅 elf 是無人飼嘅，伊是住啲 forest 那邊，寫住啲巴那邊嘅。elf 西羅版是人做出來嘅。對咯，配角對咯，上個 elf 嘅，特別上個係你在你，好你講 imagine 配角時，我是想到你 Harry Potter 嘅一 bang 啊，你在一 bang 在這裡，呢啲叫做咩？我是 goblin。goblin 係咧。goblin 嘅派死啊！ I think goblin 啊，唔是 elves 啊 ，goblin，elves 冇做派嘅 ，goblin 是做派嘅。哦。哎呦，你看 Hobbit 3嘅 elves 第一派嘅。Hobbit 3，我咪都講戲嘅事。OK，來個講到對，我會學只看sampai belacan講。我係幾個樹南西半齋嘅啫你。係。直接我驚加唔加對住我梅南西。伊梅話句。講啦，什麼belacan講啦，我冇聽到。就是有一日咯，我甲我朋友我解寫皮，解刀寫皮，然後我叫伊來我厝食，就伊來咯，然後時是6點幾下晡，然後天黑未落雨了嘅。哇！切瓜。有3個。然後我朋友來咯，然後3個嚇，3個嚇。係咪？你估到一隻咧3個？係咪來3個是係咩啊？唔知係陣時河狸嘅事唔知咩啊？我乜學吹過啊？哦。我唔知虎嘅事咩臭，唔知啦。虎啦。唔知啊，你講啊，你。我放比如呢，你記得這首歌，你知唔知？你冇聽過這首歌啊？天黑未落雨。我聽過。伊入面嗰個骨條會3個怎麼嘛？一字。I think 一聽是孫燕姿嘅 version 咧。我聽過。福建歌本咧，冇係咩會記。啊，這個歌出名嗎？這個歌我不聽歌嗎？聽歌。因為上班應該是搞我上一個 generation 應該是不聽歌歌。聽歌。學什麼belacan講嘅歌數啦。OK， continue。來，什麼belacan就會講。OK，然後我朋友就來了，一來咯，然後我全部人。OK 啊。一定
等下。แล้ว我就開電腦可以 check 看伊批咯，看寫掉啊，寫下面。แล้วก็หา OK 寫掉啊，我全部人嘛。แล้ว我門開掉กันแล้ว我當見門開掉下面，แล้ว我講OK แล้ว我當見 print 好รู้ว่าจะ print เนาะแล้ว print 掉嘅時，伊就行出去看看，รู้ใจ哦。แล้ว聽到伊講，哦 ，hello。我聽到伊講嘅咧，然後我講冇對皮，然後咪其他，然後伊就行到轉接來我房間，然後伊就講你 housemate 轉來了，然後我講OK，然後佢又兩個講我講話，然後伊問我，伊講你啲間厝大幾人啊？我講3個人，我個一個查甫，然後個一個查甫。伊講然後伊就甲我講你係你查某嘅 housemate 轉來了。我講然後我害怕哦，我 bring 嘅了好時了，我害怕了，我人愛去食物件嘛 dinner， 然後講行，咁樣去食物件，咁樣去食物件。你冇講。我唔敢講過，然後佢我行出去聽，然後我看聽點敢若聽會開，然後走開會無開，暗㗎了嘛，然後個愛落雨，然後敢若聽會開呢咯，走開㗎了暗㗎了誒，然後講出去了，等你嘅時候問伊，我講你看到誒，我 housemate 伊做大路。伊講在灶卡裏邊 kitchen 裏邊，我講แล้ว我問伊ทำ我凳還是地？伊講凳誒，แล้ว講凳架大路，伊講凳舊架係你腰後尾下邊，我講跌誒離子湯誒 perm 誒還是係乜嘢？伊講跌誒食誒啦，伊講下，แล้ว講你看到邊咯？伊講無是伊後尾，我講OK。แล้วมือทำมี情ทำมี食嘅啥？我靠驚！你講冰食嘅，冰食冇意思嘅嘛？嗬？唔知係你問下。來，住會曉冰食嘅啥？係咪 color code 來？冰食就 means 呢啲幾嘢？我係想講，我知紅色是阿屋啦，我知紅色是阿屋啦，紅色嘅。紅色穿紅色衫嘅鬼是阿屋嘅。有可能伊時穿咗冰嘅衫嘛，你出來嘛時候都看到冰嘅衫咯，是唔是啊嘛？然後我嘅 friend 講冰食嘅冇意思嘅啦，上家是貴，上家我就講貴落嚟啥紅磡節嚟厝啊，個貴200幾嘅嚟款嘅。三包啦，單性啊！你講你聽到伊講hello， 安尼伊個無看到伊個查某嘅面咩？伊無邊來講話嘅伊啊？我聽到伊講hello，然後2-3秒佢伊就行住來，因為我感覺到我嘅朋友拍攝看到我嘅 housemate， 然後因為我厝唔是我人嘅嘛，我人睡嘅，然後伊拍攝嘛，然後行到轉接來我嘅房間咯。你講伊行轉來啊，伊講你 housemate 轉來啊，然後奇怪大門嘅門就無開到，鎖匙本無聽到嘛，無可能。然後點咯，因為個暗嘛，然後咪講下啫。然後我出去嘅時，我每日咧咪行咯，然後我講你今日對我 housemate 幾回？伊講直接幾回？我講OK，因為嗰時查某嘛，因為當下冇下查某咯。然後伊講冰食嘅時，我感覺到因為唔是紅，佢唔是白，佢唔是青嘛，所以我較放心淡薄。然後我甲伊講，我厝誒無人嘅淡嘛。然後冇條啲是攞嚟 housemate 誒 girlfriend 嘛，伊 girlfriend 咧住喺伊嘅房間點แล้ว出來去偷零幾啊食咩？我係房我係厝大埔隔了幾嘅。Maybe 實在情結頭毛 dress up says dress drag queen 啊，咪出去 drag 啊。
cosplay。了，安怎300伊度我看到我朋友邊變咗，了แล้ว講你解講 hello 嘅時要邊個嚟看你喎？伊講冇，แล้ว我講哦，แล้ว我問伊你看到伊靠，伊講冇看到伊冇看กันแล้ว伊幾時แล้ว我講哦，我講你看到幾個？แล้ว伊就點掉，แล้ว講我 housemate 呢個40幾歲係咪雜喎40幾歲，係啦，咱大波40幾歲嘅了呢。แล้ว伊講我講我係雜波 housemate 伊頭毛個家係一種弟弟啊，過去做好伊 Q แล้ว highlight 個呢頭毛嘅，唔是我食嚟。แล้วแต่มาลูก講 hello 嘅時候，ลูก講一對嚟時，我 housemate 綁緊掛口，有伊嘅 slip。係你 bunny slipper 啊，係你女嘅 slipper 穿啲厝嘅。我講話係你雜話 housemate 一直轉來話我一定對住穿係你 slipper 行來行去嘅。所以但係都只講 hello 嘅時，我琴日看佢。伊有啲，然後一個講是雜話，我講琴日出會啊。你冇見下你對來時？呢個而家你講咪講哦，但係講哦，然後就會南西咯，南西就講你等陣好我 feel 一下，你當見到你 corridor 位，你冇相信你行邊，你啲下邊嘅 feel 到嘢，我講都唔係你啦，我係房間本是到 corridor 頭整嘅。南西你是嗨嘅小嘢。我有看到，伊是徛伫corridor另外。哦。伊是 actually 伊一落來是伫corridor，係是安尼講，迄隻伊啲 kitchen 互朋友看到呢。哦。你把你搬唔是？你搬咧？未搬過。嗰時即間住啊？上會。show corridor 啫。上班，你就是愛搬，你唔覺得搬係咩？嚟，叫咱去看。就冇落差啦，你若是唔做面計，你講哦。你邊度看到？安尼快，哈！呀，佢邊個？另外一邊。看伊個樓頂撇掉喎，看伊個樓頂撇掉喎，搭啲咧天花板嘅位。你得嗰啲房間個都賣出去。接嚟了，對嚟啊！冇看你看，我諗你看你都開㗎啦開。講開㗎啦開嘅時。我迄隻伊叫我看時，伊是啲學校嘛，所以我看到伊個厝吼，我講無人啲厝是毋是？講是我，不如無人啲厝，因為啲學校嘛。然後看到伊corridor是只暗嘅，我講平時是毋是無開火吼？你corridor是只暗嘅，嚇你櫃是接袂入去嘅。即係你就係講俾講鬼嗰時，你corridor嘅啦開火嘅啦，係嘅啫。冇話下晡叫冇人晒嚟補謝，嚟講嘅嘅啫。แล้ว所以喺前面路對佢厝哦。哦。佢前面冇安尼驚過，未 process กันแล้วแล้ว佢到冇做啊啦，冇做路冇做，係咪不了啦？佢到了啦。我無做到蝦米，伊無做到我蝦米，是講我朋友看到，แล้ว我朋友個無大隻病嘅嘛，都我感覺到人無影響到咯，所以我每位蝦米，所以我每位面但能因為伊捌伊即個厝嘅 owner 嘛，所以我就講我 friend 拄到安尼物件，是毋是愛請師傅來潑水拜拜還是蝦米？แล้วก็อีกาเมนอีกาฮาเลมาowner 尋常咯，แล้ว伊講 owner 講應該是無事嘅，因為伊買一間厝嘅時有做 blessing 有做蝦米嘅了過了嘅，是講應該是ฮาเล成個歸落了咯，個安尼風險我係朋友看到，
有一個我講其實冇咁簡單嘅。哦。幾十間人分開，你厝邊安尼關？因為咧，嗬，整一禮拜咧，我都真正開心，我真歡喜，我6點幾困醒，卡穿曉咯，6點幾未7點嘅時困醒嘅時，還是伊個日頭未出來，還是啊，你看到伊個天藍藍嘅咧，青藍搞個淡藍，係一種 sunrise 嘅時啊，真水嘅啊。然後我就講哇，佢水呢，然後我行去走卡，嗰時個真係爽，真清氣。我行去走卡咯，然後講哎呀，咪開會啦，點自己垃圾。哦 ，romantic 啊，老實講。romantic 啊，點自己垃圾泡咖啡。然後垃圾咧，唔是係一種 tea light candle 都知喎，唔是係一種咱啉海底用嘅，係一種垃圾，是規支長長，粗係一種安尼粗嘅垃圾，規支長長嘅，白色嘅。我無相信嘅，即個物件，我無相信嘅嘛。然後我就點咯，點我係啲黑餅，點泡咖啡嘅了，入去房間俾佢吹可以，俾佢本可以食條就，規支點了去。然後我每位朋友都看到嘅變色嘅，係一條徛喺大路，伊甲我講徛喺大路，然後上去一碗點垃圾嘅貴。哎呀，迄個大機嘅白嘅垃圾是人4點秒就。是哦。你下面你 just 本是用白色嘅一間嗬。對，按照你去燒安尼，一家機嚟做嘅。你冇電視用嘅啊？冇電視用嘅。哦。所以意思是講，你點啲垃圾要成伊來啊？冇食嘅。無聊嘅食了。你食嘅垃圾。我唔知啦，特別我 feel 到唔是安尼啦，所以我係你 maintenance 你甲我講應該是無事嘅啦，如果係點垃圾，然後人都無係蝦米物件啊，然後你無係咪了，伊看無到有伊愛物件，應該是走還是蝦米了，無物件咯，一個加 owner 尋常。然後 owner 本講應該是冇事嘅，因為已經做 blessing 過啊 ，so 然後 so far so good 啦，無捉正300%，你後尾迄個是舊衣，即係咩叫舊衣喂？紅絲。紅絲 printer，然後後尾 check 嘅了。冇，你舊衣我俾佢，上一次你。唔要緊，咪講。咪物件我無看到誒。你看到未？紅絲奶啦，我無看到300%真小英啊，亂講啊，物件㗎啦，我看無到。你未看到？唔知我看到啦，青枝豆嘅係咪啊？我冇用 handphone 是用 laptop。我唔是毛毛龜啦。sorry 啊，你用 laptop 用 handphone？ 我用 tablet。sorry。喂 laptop 啊，咱係 overheat 啦，咱三未接啦，咪試幾啊？哎呀！我咪小你幾係tablet咯。你小英係走去。係咪？你係你小英，你 painting 係走去。係咪？係對咯。你頭尾你 painting 去。你 painting 是動頭冇雜波啦喎。冇啦，這裡我係 friend，但係巴魯加伊夾掉嘅。哦，這不是你係走去？夾貴嗎？你搭掉開時啊，係嘛？我想你動頭冇，你看開動頭冇雜波搞你朋友看是唔是像？結果你走英嚟看。這painting 我點知冇個夾掉嘅，你咪嚟做啊好。佢隔壁啊。動頭冇雜波嚟，我看是。隔壁啊，我甲你講啊，300 belacan啊。
你的手主啊，一直就唔爱同你讲下面，because 那是传去啊，无人敢来睡伊房间啊。诶，你好我看你小英，好我看你 painting 嘅。做咩事嘅？做咩事？阿 John 咪拍長腳椅啦。我看到什麼嗎？是唔是？係咪你看到伊邊叮叮嗱，當？嚟，叫嚟看，叫嚟我諗看啫，叫嚟我。嗱，你看伊小英。嗱啊！啊，就是啊，就冇斷頭毛嘛。伊頭斷去啊！或者 photo 是 drawing 啊，是唔是？畫是唔是？就冇斷頭毛誒。伊頭斷去啊！伊頭歪啊，斷去啊！哦。我啦，冇咩啦，三百八張都買好張拍長腳路啦。講是上一個查某是講拄好嘛，你不過看伊下刀去揾到什麼物件喺度同我同我。所以我每後尾那是 expert on 下人嘅。係咧，小英嘅查某行出來。哎呀，買無你買拍長腳。冇，我係小英見自己夾掉嘅。係咩事？查某去小英那邊。可能以後如何你小英唔是查某嚟？嘢有笑咪你講。可能伊頭是跌嘅，以後如嘅事，你以後如果都擺住嚟伊頭變壞去嘅，講你會記為頭。咪講較遲了，咪拍長腳椅，開始嘅。誒，你 OK， 啊，嗰次會講到幾下啊？應該點講啊？不是你啊嚇，毛龜，點樣嗰時候嚇？我嗰陣是我做即陣我做社團嘅，社團。咱即個物件是我本身家己看到嘅啦嚇，是我也未去社團嘅是我公司嘅同事講來互我聽嘅。伊講有一道伊帶團，伊講帶團咯，แล้ว就是帶一個 family 咯，就是爸甲媽咯，แล้ว兩個查某。So 咱搬房間嘅時候，就是搬家家講爸甲媽嘛一間屋對，แล้ว兩個查某嘛一間屋，แล้ว兩個查某嘅房間內面咧是困兩個性格別嘅。對，一人一個咯。所以normally你見到安尼款嘅房間吼，伊是一個絕對是我裝水嘅位嘅，toilet嘅位咯，一個是我攤仔嘅位咯，會看到日頭嘅位咯。OK， 咱看到日頭嘅位，伊無日頭夠看到日頭嘅位嘅，伊有，因為阮住是4 to 5 class 嘅 hotel 嘅啫，所以伊有迄個桌頂迄個人做寫物件，做工嘅桌頂 ，and then 伊有一個兩個交椅一條，แล้ว兩個交椅喺度邊一個圓圓嘅，有一個 coffee table， แล้ว你面牆頭前嗰是一個電視機，安尼看咯 ，you get the right picture。So 我迄個 friend 咧，伊就搬房間，แล้ว逐擺咱兩隊嘅，咱有做 room check-in 嘅。所以伊嘛就去做 room check-in 咯，แล้วactually 伊有時伊無食嘅伊邊大嘛，所以伊個查某就拍電話互伊，迄個兩個查某就 sister 啦，就拍電話互伊，就甲伊講，伊講我房間嘅迄個冷氣。樣是冷氣，但係迄陣時是冷天嘛，所以伊是暖氣啊，伊是半熱氣嘅嘛，對，熱氣袂熱。袂熱，แล้ว冷，真正冷。係咪國嘅？แล้ว伊嘛是中國。OK。嚇，แล้ว伊就是特別去咯，對，伊兩人就去咯，แล้ว伊就去迄個房間，แล้ว伊就看，伊一個接房，伊甲我講，伊是看到有3個人。OK， 3個人咧，แล้ว有時人出團隊會想甲講，咪是人會拄 friend 嘅嘛，對，拄 friend 了來樣嘅酒店 meet up 樣嘢物件互伊樣，係咪安尼款嘅嘛？所以伊就 first 伊就想甲講是伊人嘅 friend，特別伊坐到迄個我攤仔嘅眠床嘅位，你知哦。
无 face 无 face 无 face 无人无 face 哈无向样，你样三你就徛在边讲话，就是我哋 sister 甲佢哋两对哦，就徛在边，佢哋两对是老本了诶，then 伊就甲咧我哋样个讲很多事都无做吼，又寒死，伊讲哎哟，你朋友嘛寒死，伊讲哎哟，咪見我拍電話叫 room service。一個人，朋友是樣看到你是假一個人，是一個人坐掉的啦。我嘅朋友看到呢，伊兩個 sister 看無嘅，แล้ว結果我朋友講一句話了吼，伊看樣兩人無反應啊，樣無成個 any reaction 啊，แล้ว伊就非常奇怪啊，แล้ว結果咪是叫佢哋。人起來看咯，看伊人去下面啦 ，OK 咯。伊講即個無變，伊可能伊歹去了，然後迄陣時是 big season，無房間通換，無通換房間。然後伊就講 ，OK， 明見我夾一個 external 嘅來插電嘅，插電嘅係做愛，所以樣落去到零嘛，伊個插電嘅係你插頭殼是我袋落嘅位嘅。所以樣就被插到佢哋袋落位哦，一樣落橋就拍水困一個眠床，落嚟 sister 拍水困一個先嗰邊，然後when做緊了些物件時，我嘅 friend 嗬，嗰時看到係人坐到佢哋眠床咯，你知有，伊無叮當你知有，然後我嘅 friend 就再講無照片啊咯，你伊本塊大打，伊本塊大打，你伊就甲伊嘅，坐團人是特別大，對，然後伊就夾下咧攞嚟 sister 嘅樣嘅 luggage 綁就去喺你眠床嘅位，講哎呦，攞 luggage 綁頭殼綁眠床，伊講下咯，伊意思是講，伊要學人再講，伊要學你人再講，真有人來大，伊袂使到一邊咯，係哦，伊就綁伊嘅 luggage 了去伊眠床咗，然後破伊嘅大拉個了啊，係咪個了你看咯，伊講攞一個趕來講就拍電話話。安尼看咯，伊就互伊room number 咯，แล้ว結果伊係咪嘅基變成伊邊櫃台是伊人無佇啊啫。哦喲！伊人無佇了，แล้ว結果伊嘛是我迄個伊本家己真驚，特別伊無變嘛，對，伊就要做義工嘛。嚇！你毋敢嚇家己，本毋敢嚇人。對，你伊就辦個了，伊嘛是對啦咯，對，食個了有熱了嚇。OK，講講下爭水啊，較早休息咯，咪整早興早 OK 咯，對房間咯。對房間啊，伊就家己真驚啦，知哦。伊家己對房間，伊就愈驚，我伊房間伊愈驚咯，知哦。因為伊非得可能伊毋知有得罪到伊個人哦，還是係咪安尼款嘛？伊嘛家己驚啦咯，疑心生咁鬼啊！伊就對伊家己房間咯，然後伊就去裝下，伊就伊要去裝下，伊就入伊個裝間房咯。然後伊個裝間房吼，嘛是有迄個 bathtub 的咯 ，bathtub 的位伊有一個。transparent 嘅門簾夾起來，你看見嘛？所以伊嘛開迄個門簾咯。伊無開門簾時，伊看到影你知無？伊看到影，伊看到影爾，但係伊開嘅時無半項。你伊嘛無曉難伊哦，伊就是行一來指頭撞下個咯，撞下吼，伊向遐聽到聲，甲伊講物件咯，聽到聲。特別伊毋是講福建，毋是講華語，伊講說一種嘅 language， 毋知是蝦米話來。就特別我嘅朋友嗬，伊會知講伊嘅迄個話是蝦米意思。伊互伊知你知哦。伊意思是講你莫成個你無成個做你無看到我安尼款啊。你莫 pretend 你無看到我，但意思成個。不然你叫人家後邊講。毋是，伊毋是講啊款嘅話，伊是講樣嘅家己嘅話，是講伊做互我 friend 嚟 understand 咯。然後我 friend 就真驚，迄一個阿妹，伊講伊朝困啊，因為帶團真閒嘛，困啊特別驚甲一邊困一邊驚咯，成個未困好安尼款咯。哦，係啦，成個好屌嚟叫阿龍。是啦，我講佢啦，你負責。jangan pura-pura no，就是鬼只搞呢，鬼啊，你那是買看，伊會到底，假如好你再講，假無看。因為你煮驚伊嘛愛煮人路啦。然後個有一個本是帶團呢，有時人倆對啊吼，人會記到房間啊，就是講有時人會記到一間較好嘅房間，免甲客人同床啊。if 你會人有時，假講是21個人來講啦，
你特别甲迄个一个人哦，你特别甲伊上班哦，对。了，若是讲咧，你去遐边，你拄着伊个当地的local个tour guide啊，伊无困迄个hotel，讲伊讲伊个店啊，所以伊房间你嘛会使困咯，你明白哦？所以有一道的是有一个 case 啊款的，阮是有一个领队，伊讲伊个tour guide就甲伊讲今暝我转我厝。所以你會使來困我 hotel room， 你會使來困我房間咯。แล้ว我朋友嘛下好，其實mình share room 甲你安啲咯。แล้ว伊嘛是去困喺你房間咯，做了 room checking 了過後是伊嘛去困喺你房間咯。แล้ว佢自己早起哦，無事就會困喺房間無事。佢自己早起安啲就甲伊講，哇，你做咩安尼暗甲對來啊？伊無對着伊房間咗，伊無對去甲你安啲困就知哦。這是上房間啊，迄個內兄弟啊，係無上，迄個是另外，伊無對去困甲你安啲，因為伊 suppose to be share room， 特別 share room 甲佢安啲嘅，了伊家己困一間嘛，伊困多間嘅 room 嘛。這是上客棧咯，上客棧。無上嘅客棧，特別上嘅國家，上嘅國家，了伊個安啲就。甲伊講咯，講哇，你做咩安尼換甲對來啊？你伊就聽了就無對片嘛，特別伊本袂使嚇個 customer 嘛。所以講 hello， 我 discuss 個 itinerary 嘅日會甲 rush 淡薄蝦米安尼款咯。了伊就驚甲博士咯，伊家己個只驚。喲，好多謝謝。我可能會考7號個掉7號，你有聽到？有啲啊！7號你個面咁樣講啊，你乜想點？想啲哦。有一個啦，講。平時我朋友就是我。啊，幾人啊？來講啊，講下個有。對，hello， 這裡有。這裡係嗰個啊？這裡有。冇一個 ，OK 啊，我打啊。譬如我朋友咧，伊是帶一波人來，了伊有甲我 share 過即個故事，正個故事，落伊 friend 咯。伊 friend 佢就是一擺帶太平嗰邊 on the way 去怡保嘛，所以伊是無用迄個 highway 嘅路去行，是用迄個甘榜嘅 normal 嘅舊嘅路。行去花怡保嘅，所以是行了去啦 ，because 伊趕站先嘛 from 太平，所以後邊伊是半暝on the way 去怡保咯。所以半路嘅時候，伊路後邊是無咩人嘅，是只一點，了一人鎖到一站時，伊感覺到阿妹伊一個擺阿妹啊，風險重啲，伊感覺有。有一個 presence 到阿妹坐了，阿妹慢慢坐了，了伊紅險伊lose bump 啦，lose bump 機咯，冇幾疼啊，了伊阿 John 你嗲㗎啦，所以伊教話啦，hello 這裡，是 ，hello， 講啦，OK，了伊。其實伊笑了哦，伊嘛教下咧阿妹嘅物件咧，可以去猜者咯，唔要緊啦。OK， 伊對心嚟講，無伊講出來哦，伊講話，伊甲阿妹物件講話，講坐了時啊，講你愛坐我擺是會使，特別咧你莫做亂話啦。所以你坐點點，了你教你位置你會使，你話唔到我。佢只有話特別伊無 reply 到，伊講嘅時是心上還是要講出來？冇，伊講出來，伊 voice out 出來。伊只有話咯，話慢慢話，แล้ว你在下邊between 太平加怡保有一個 town 叫 Jeram 嘅啊 ，small town 嚟款啦 ，Jeram 嘅位。下邊嘅嗬，伊差不多愛搞下邊嘅事咧，下邊嘅事個，因為伊所在個位because 有人嘛。The moment he pass by 佢哋 Jeram 嘅 town 嘅哦，佢哋面嘅阿妹哦，真係離開咯，伊慢慢感覺到伊見到慢見走去啊，就冇去啊，แล้ว伊冇 speed 哦，
你咁咩叫叻手去啊？是。哟，咁以前古話了，而家人我都是上嘅。我講其實你講嘅咧係，但係你講這個到底後尾，伊唔知有哪啥領域嘅，because 但係你講嘅 hotel，但係就是毛鬼講嘅，伊 hotel 嘅伊房間伊啲領域這下邊有可能，伊到底下邊是伊抓未抓一啲領域嘅，伊 temperature，你就要貴嘅事啊，你哪啥？可能是。咁是啦，是你學到你牌啊，T 個呢？睇下嘅咩去？我是肯咁得啦。Saya kayak gini ya. Halo? Wow. 我咯。那面拖掉出來咯。冇啦，我講是嘢你牌 T 個呢？我聽人講過啊。我聽人講過學者入面係是，有咧是迄個所在有吼，伊真正抓，真正抓，真正冷嘅。哦，就可是不，伊真正抓本是有嘅咯，知哦。我想講抓無啊。哦。特別我特擺我帶團嘅時，我本甲我家己講無數嘅，然後我就困了。哦，然後有 customer 講伊房間有物件知哦，講愛甲我 exchange room 就。我改換，因為 customer 房間好了嘅嘛，有隻不知有係咪？我改換，我係困我房間慘嘅，多啲把你 win 嘅，把你困。然後我去大房間享受啊吼，I think 我上第一咧，我本業歸來做，我本無啦沙去啊嘛。只線咧我未當啊，困咧成死人啊。反正其實亂房間好了，5 star 嘅啦，有貴嘅。我講聽，但我講幾個時候好笑掉啊！我就中學嘅時，我係朋友，我未必捌講過就正，到啲成吉山嘅位啊！我係中學嘅朋友，有人去Bangladesh到啲成吉山嘅位，然後有人嘅有人到啲Bangladesh嘅時，伊隻奇怪物件，伊會早起嘅時，伊會啊，甲了會響到邊個咧去就讓佢出來會，伊成個天嘅呢都好吸氣啦。真係因為是吹啦，風吹啦，係咪風吹？嘅咧吸氣，呢部插嘅是天風吹，嘅啦，隔離冰嘅啦係啊！你見嘅風吹啊，我看伊到冰下，你咪真同。特擺我若是去大線嘅位，我會擺我上個係你老娘對家我係白燈呢就。你去特別擺我多邊嘅款，然後我要去搶水，我要 flush 一袋啦，然後要去開嘢度，開嘢門嚟講。你特別多邊個咧？佢去開水搶水啊？你搞啱特別，你佢要卡門嘅。安怎做？成安迪啊呢？安怎講話一句嘅 process 你即去嘅時，你特別卡門先咯，卡門啊，你嘛即去就嘛頭下哦，然後我下就要擺，一個是多邊。頭向尾，一個是食餅尾向頭嘅。哦，就是多餅就我擺我伊個啲教我肯擺，然後我就接伊個袋咯，然後我就去 flush 伊個注意咯砧板咯，然後我就去開電視機啦，然後我就去hand伊面牆，但是我記到攞嚟single bed 嘅咧，我就去hand攞嚟hand 㗎了，然後我開堂啦。然後我放我嘅 bag 一個 luggage 到眠床 if 我是記得攞嚟俾你房間嚟講，然後我就放我 luggage 到另外一個位哦，開起來搬我三個了出來，下是臭味。阿咪特別叫你抄 take call 係真係要臭味。冇 take call 冇啦 take call 死一拍到甩位。臭味。冇啊。我呢邊係臭味物件，係到啲名稱係關。冇啦，我講嘅啦，我講我開話你出來下，來邊個來邊三個了。我想你去名稱會幫着配。有後悔我看伊鬼死去啊！未個在畫啊，未做鬼啊。你就鬼啊嘛，死咗都係畫。愛幫下你深攝嘅配。我做做啊！哇！你辦嘅事，你被病，你卡隨便個開淡薄。喲，
哇，你夠講喎。特別冇講你做你正驚啦，你隨時都接去嗬，你特兜接去，你甲伊講，我來這家是大兩三節爾，我就走了，無差亂擼誒，就會了誒，做你接別等你啦，你甲伊講你可能會啊，我 respect 你啊。啲教啊，你佢做埋了，我頭我唔敢，我唔敢坐團人個下話講有鬼係咪個了？哦，誒 John 啊 John，我同你講啊，這是我嘅朋友啦。In fact，前面呀 before 咱 start recording 啊，我把錄對嚟我去Misa了，我就去食個我朋友啊。let me see 在寫講話叫咩掉嘢？冇你聽啦，所以我冇注意要去食個伊嘅就，伊冇去 Melbourne， 伊家己一人，伊是 engineer 嚟。我看伊啊，人家成日有出誒，所以我問我蝦米事假路，我講你無記講無伊伊去過正甲伊樣內找我結婚了去 Melbourne， 我講來緊咱去食，然後我問我蝦米事假路，伊講伊誒媽啊，車字改心你知無？你知影？伊講這是啊，就強調誒 ，before the week before 真正伊講，伊欠在轉去檳城，伊 actually 伊媽帶去怡保誒，伊媽轉去檳城要去買物件，然後行過，迄個南田那邊人賣乾茶店誒嘛，伊乾茶店若是無生意啊，伊個店頭誒人。就叫掃手去掃去講嗰啲觀察呀，你去念啊，卡咩去隨成呢嚟，卡咩去隨成呢嚟，都可以媽行過啊，因為媽聽到媽邊來講咩咧觀察店嘅人講，大概類似，強調啦，伊講，媽對佢怡保啊，得為咗了，伊講，即係伊啲。上久無好是車字過心去咗。哦。車字就是有愛賣路觀察，要賣路大厝。所以伊媽賣入關你知無？就去厝嘅位。哎喲，伊講伊人轉去要去過正，伊人特別過車去take shift 啊，坐甲過伊媽嘅remain 咗，然後伊講伊隔壁厝邊飼鳥飼甲真正濟，伊講伊人真正驚，別個像當人辦當講買互鳥挖死人嘅嘛，烏鳥，烏鳥啦，蝦米啊？鳥就死了，所以講伊人嘅鳥款，別個是講伊無困咗一下，無困甲。那將車鬼把路甲買條大厝了入關，把路出山，after出山了，人過去拜下面啊，把路甲對來呢。對。我有時講鵝鳥啊，鵝是鳥還是跳過伊個？伊成個伊是人會坐起來。嚇，伊會坐起來啊！啊。就是伊講啦，講來跳。John，我被找先了，我 Cinderella 嚟。哦，你被變做安布拉係嘛？你知啊？我被安布拉，我係困，我就我被佢都咁配嘢數。哦 ，OK。哦，OK，咩咯？我冇鬼，我夾咁配講下我好啊。嚇 ，OK，我夾講下你sexy Andy 啊。冇情緒Andy。冇情緒，但係是伊把路安尼看你看掉晒，但係是我看伊無晒。伊被架樓嘅咩？我妹嘅。別嚟，看伊白 flower 到頭前位。爸，佢哋一徛起來，伊卡辣掉啊嘛，拔到落來本嘛。誒，你想我冇安尼等你咩？能經驗咩？OK， 我走先啦。OK， 拜拜。唔該啦，拜拜。แล้ว我不如講誒加工聽到未？不來個。你睇睇俾住來嘛？加工會接 Google Plus 了，睇到有夠冷嘅。加工冇啲啊。OK。來啊！誒，你識得咯？我都知來嚇，到啲 Google Plus 嚇。
Skype 啊，伊話都 Google Plus 攞人走去啊，你去 try 啊？加工啲擺加工。哈，去 try。當今單加工，我講做我去拍後邊哈。跑落過咧，你見咪乜扭個銀啊嘛條。好 keep 跑。你有冇講會別人個就是冇講幾個數個，會講阿龍。好跳，來。那邊好像東西怎麼講？怎麼啊？對。你 office 裏邊OK，接入。聊。OK，我有一個朋友啊，伊是本地人啦，邊人嘅人，就俾伊幾好識去打波嘅，所以伊是教人家阿毛翁咯，然後生一個阿毛爪哇啦，然後伊早可以來找我，所以來我 office 找我，來跟我上班，我只係話講你家連嘅朋友嘅，然後伊找我就係往邊啊位，然後伊找我咧是德國吧，然後邊人嘛。所以伊曉講兩種嘅話，伊德國話真係好，係啦，伊華語本真係好嘅，特別伊未曉聽福建話，未曉聽 English 咗。所以我計嘛上班嗰時，伊嘛就係邊一套伊嘅 game 咯。然後伊嘛就講羅山嘅歌數咯，後者就是講兩年短係一道，因為不記得會嘛，兩年短係一道咯。然後伊講對上邊一道對嚟點先咧嗬？伊對嚟了又一道伊。伊馬畫者，就是唔是別人嘅馬咗，是別人嘅馬咗，就是講我朋友嘅馬。你朋友馬，我朋友嘅馬。我別人嘅啦。對，畫車，係咯，載人去行咗，係咯。伊嘅馬咧，就是我朋友咧，就直接後尾要困獨孤，係咯。伊嘅爪哇咧，就是 baby girl 啦，4歲咯，點先？一見你6歲，我哋整伊4歲咯，就是阿毛寶咯，阿毛見啊，即啲車頭整咯，係咯，計伊馬挪人咯，然後伊馬啲後尾要困咯，好。啲紅音嘅媽講，有一個哥哥病入嚟啊！哎呦！等陣，我未記 at 你 call 佢。等陣我輕咁 at 到你啊嚇，定下記。OK，sorry，莫啊。sorry，我等下 interrupt 咗你 connection 就另外一人 call 咗嚟先。是啊，所以我同你講。如果講到對，伊坐到啲車後尾啊，明唔明嘅？我嘅朋友坐啲車後尾，然後阿媽咧就畫車咯，然後伊嘅孫就是德國嘅孫啊，阿毛孫啊，阿毛孫甲媽就坐頭前咯，媽就到後尾會獨孤咯，我朋友就後尾困咯，然後伊嘅阿毛孫甲阿媽講，有一個哥哥病入嚟啊！伊講華語啊？講華語，講有一個哥哥爬進來啊！講啊！So， 然後伊媽唔知會安怎 react， 伊媽唔知講發生咗啲瞬間講一個啲物件咯。伊個4歲呢，伊個會曉落隻物件 ，because 都正就是喎，因為我朋友嗬，伊是紅毛車嘅，係咯，伊是講福建話人嚟，特別伊去到德國了無法度啦 ，because 伊可能攞伊就驚講，甲伊個嘅就話講華語咯，伊個嘅華語無好本嘅，所以伊個就話講華語無法度啦 ，because 伊想講福建話拔到伊度係咧無乜用嘛，到啲德國嘛，對唔對？係咯，伊個冇正常車可以讀嘅喎，所以伊只是人家講德國話，所以伊個伊就話是講華語，特別唔是講真正好嘅華語本嘅啫，所以伊就話4歲，伊個講喺你日本真奇怪嘅，伊講有一個哥哥爬進來，講啦。係咧，伊媽就唔知邊度 react 咯，所以我朋友請咧佢，伊媽佢講12分就 start 注意嗰度，然後 start 注意嗰個有一道就是伊嘅媽帶伊去夾頭毛，係咧我朋友就去嗰邊去鎖咯，係咯，冇伊唔是去嗰邊鎖，伊唔是去拄一個朋友 gathering， 一定係邊樣嘛，係咯，伊嘅媽就帶伊去夾頭毛，係咯，啲夾頭毛店咧，如果伊要去試，伊講伊要去試試，伊要去幫助，其實阿媽帶伊去啦，阿媽冇俾去，所以阿媽帶伊去咯，係咯，查某幫助就特別敲門嘅嘛，對唔對？係咯，伊就講查某幫伊媽幫助，點先？伊冇可能幫伊查某順勢佢啲所以話叫伊順白白啲，然後就接上一計去咯。係咯，迄個仔經咧嗬，佢是暗嘅，然後伊仔經是較暗淡薄嘅咯。係咯，伊幫助陣時，伊媽苦掉幫助陣時，伊查某囡仔搞掂啊嘛，伊咪徛掉。係咯，伊媽講嗬，等一下嚇，等阿媽幫助嚇，正常
啊，你讲是咯，正解 A 呢，顾一件女女嘅手棒就話。係啊，伊媽都唔知俾人做，所以嗰時媽看無面咯。係咯，我甲你講，我甲伊成班講一個物件，點先咧？伊嘅走啊，即係。伊袂晓聽我講話誒，所以我無講名話，伊唔知我講啥物嘅嘛。係咯，伊就 start 講講到伊啲德國嘅物件咧，伊也甲猜到我講啥物咗，所以伊就難忘嗰咗，伊就用華語講回往講我啥物物件，難忘嗰咗。係咯，伊嘛同佢講嘅，你會記錄古仔細漢嘅事啊，兩年前啊，你啲德國嘅點先啦，啲德國嘅點先，你甲媽媽講過。你看到鳥嘛，你會記哦。係咯，就講，我就是講學外國話嘛，所以我而家我 iPhone 上班嘅陣時，我去 translate Google 啦，我就隨字啊，那 bird， 係咯，我去隨 German 出來，係咯，他可以聽啦 ，Vogel， 係咯，伊變車語咗。伊嘛講嗬，你看到鳥嘛，你會記哦。係咯，伊講，係咯，伊想講，係咯，伊想到嗬，都知道，我未看到咩鳥。係咯，伊講。你講你會記哦，你甲媽咪講，有一道你佇房間會看到鳥嘛，對唔對？係咧，伊想就久誒講吼，冇啦，迄個黑色誒，你想下伊只大隻誒，係咧，伊手按開條誒，係咧，我就想講，安怎伊安尼大隻誒鳥佇伊房間位咯？伊講。像個人安尼款誒，像個媽咪擼安尼款大隻誒，係咧伊黑誒，伊開手開遐呢，係咧我看到咯我驚，係咧你驚你亂轉，係咧我驚咯嘛驚咯，係咧我叫你嘛，你會記哦，伊緊張起來嗰陣，因為我講起伊無想要記嘅物件咗，伊緊張誒講吼，你無看到咩？係咧伊媽媽講。無，媽咪無看到，我會記你講了，媽咪走落你房間，係咯開門嘛，對唔對？你只係開門啊，你只係開火呢，伊都無地氣了，係咯？伊媽媽就講嗬，無地氣咪好咯，我都是被 console 嘢啦，別是緊張嗰陣，係咯，伊直接門話嗰陣，按咗伊無地氣嘅，係咯，伊媽媽就鬧伊咯，講，哎呀，有可能佢同阿背走嘢咧，係咯，伊就講無。徛啲頭前，你徛啲 ，Hello， 你開會伊就無地啦嘛，對唔對？哎，你明驚嘛？係咯，tapi伊不到咯位，因為伊係無地氣，伊而且伊啲想起啊，伊嘛甲我講，伊迄個點聲甲伊講嘅點聲咧，嗬，是真清楚嘅。當今伊應該是伊嘅 memory 亂去，然後會叫兩年前嘅資料嘅。所以伊講伊媽媽定一道咧，嗬，是啲德國嘅厝裏邊咧，伊同咁講，伊啲房間會講，伊講伊看到鳥。看到只黑色嘅鳥，你嘛就講啲房間會一開門開火咗，因為一困啊嘛，開門開火咧，係咯，一講係鳥無地氣咗，係咯，伊講有時隻鳥開條舌看條伊咗，係咯，伊真係驚，伊唔知要做安怎，所以伊講媽咪，所以昨暝往一啲看書講，不要緊嘅，白頭你佢就拄到伊嘅時，講媽咪講爸爸就使了嘅，係咯，講過來開門開火了，伊就無地氣了嘅，係咯，伊昨暝就直拖掉話講，特別伊安怎會無地氣，伊直問我總是伊無地氣，係咯，我個別解釋佢聽講，你看到有可能是垃圾嘅物件，而且伊無明白嘛，所以直直問我總是伊無地氣，我講有可能開頭啊啦背走去，無看到伊開頭啊，係咯，我就講嗱 Uncle Troy 你看啊，開門開門啊，是唔是真快？伊有可能開門開頭啊啦，伊背走去了，你看唔到了嘅，所以我嫌疑啦，伊看到伊有可能是係你電視台人故事裏邊講過嘅破膠帽嘅。哦，係咪啊？講過見啦。膠帽係咩 ？Guardian Angel 是惡蛇咩？啊，就是我俾妹。惡蛇咩？大佬，大蛇啊！大隻嘅鳥是細隻嘅鳥？伊是大隻嘅鳥，嗱，伊成個人喺度曬嘅咋？哎呀，係啊，vampire 啦，特別伊好超嘅，你講好超嘅。伊會見啦，特別伊講鳥啦。vampire 就種超嘅嘛，人咯，入面是有舌咯。
我以前是开掉的，有色的，然後就是講背款開掉有色的，喺度徛喺呢邊正頭前。啊，依塊條膠應該是或者，你講看到那跟媽咪無相款嘅，你講跟人無款嘅，你講跟你們不一樣的跟人無相款嘅。要做係咧變南西去，做係咧變咩啊？做係咧變南西去哦。แล้วนั่นเองว่าคุณอีกก็อีจามไปกูก็จะเรียนอีกทีไอ้อีกก็เดี๋ยวอีกก็อีว่าเป็นยูเลยเหรออีกก็อีกก็เดี๋ยวสิ因為的確啊樣就安全嘅咗，因為治安就好嘅，因為 security 就唔知話 security 因為safety 就好嘅，我想咪你先講，等整數牛數啊，即係嘢嘛。你講的確是冇，一般邊啲關嘅你估係講的確是真係安全嘅，冇人拍槍，冇人偷啲物件嘅，所以有陣時咧會開到冇標記嘅咗，所以一個大啲咁ပုံ件咧，唔是大啲 big city 咗，大啲講佢哋報間件嚟咗。我public 嘅所在咧，我咧講呢邊咧是真係安全嘅，特別咧可 after that 無久前咧可都 start 有人點講有人拍片哦，係咯，佢就緊張啦 ，because 佢是 Indian-minded 啦，佢就係你即係度下嘅雜貨嘛，所以佢就緊張咯，咁佢表現好咯，所以嘅咧咯，係咯，依家伊就話講咗，伊就話就死閒嘅咁先，咁。你能就是講厝裏邊有唔是爸爸唔是媽媽嘅人咧，特別講係啦，伊講有賊係啦，特別伊就話冇被逼下面叫做賊咗，伊就會媽媽講下面叫做賊咗，係啦，媽媽就講我賊咧就是接嚟呢做頭天物件，特別伊就下面叫做頭天物件。因為的確誒，我比如伊講 share 嚟講，的確誒 education 上嘅關係，因無家囡仔就係即係奇怪怪物件，伊無學囡仔去學 English， 無學囡仔去學 A for Apple B for Boy， 安尼物件，有時學囡仔佚佗嘅，即係佚佗加樣至 primary school 唔知嘅，所以 education 是真係 success， 比如講有買學囡仔上隻 pressure， 你可以真係可以家己可以家己去 figure out 嘅咗，所以伊會曉隻物件，伊6歲嗰陣時，特別伊袂曉看冊嘅咗，伊是唔捌字嘅咗，伊是袂曉看，我開 German 嘅物件喺看，伊袂曉讀嘅咗，特別我甲伊講我厝有 centipede， 係咯，我去揣 centipede， German 裏邊叫做thousand fusler， 安尼字啦 ，thousand fusler， 我每日都係 thousand fusler 上面哦，伊知咗，伊就講伊好聽咗，特別一驗咗喺你字喺看時，伊袂認喺你字，所以因的確啊，伊講我哋我講的確見啦，未入 primary school 嗬，亦唔捌字無看冊，佚佗爾嘅，因袂使寫字嘅，看法咧。imagination 嘅 creativity 嘅，所以有無變啦，學物件嘅，所以你愛佚佗嘅就你去佚佗嘅，盡量去佚佗嘅，佚佗到入小學為止。所以一條你問嘛講，係咪叫做賊？係咯，伊嘛就講我賊，OK， 賊咧就成個諗嘅人嘅咧，伊成個爸爸、成個媽媽咧款嘅人嘅，特別咧嗬，伊入去人嘅厝咧，伊無每個人，伊入去人嘅厝邊，惹人嘅物件啦，走嘅，可能咧伊入去厝裏邊咧嗬，伊會掠條路去。所以看到唔是爸爸唔是媽媽嘅人咧，我都特別講嚇，所以伊就講伊看過咗。我講咪看過賊，伊講伊唔知是唔是賊嚟，伊講伊啲厝裏邊要看過唔是爸爸唔是媽媽嘅人。呀咪，我表都唔知開啥咩事咯。了，伊就咩是到韓邊南西嘅，伊看到物件 maybe。伊當時伊是無明白，伊看到。maybe 你特別夾南西咯，按照你個叫勁，你嗰時講你個叫勁。阿 John， 係咪 ？Sorry 啊，我被講錯行啊。Hello 段英，我在錄啲聽啊，冷等啊。段英啲聽。多謝你段英，段英啊，寫冊啊。但段英呢啲聽下睇啊。嗱，後點我在一冊。應該本可以參加。佢哋咩 Booker Prize winner 啊？快啲學你嚟啦，直播啦。我啲寫字㗎啲 Facebook 嘅會。伊會曉講福建話哦。你是邊個嘅人啊？做未曉講福建話？Actually 我同你講，其實我去美國呢隻美國人嘅點寫，我美國話。就是有我聽啦，伊講伊用福建話。你如果是點啲美國人嗰邊？John。嚇，再講。
tama luang ti kong hale gina e kwa tio mi kia ya. Ka che gina ha se hanesi e kwa tio tapi because ilang bihau kia ma yang e kwa tio up to a certain age. Bihau kia. Walang pun be tio, wa bihau pun. Ya e hau kia si to be kwa tio kia哦，伊袂晓惊的时啊，伊袂晓的时，伊袂晓物件时，伊都会晓会看到的，干了囡仔会看到的。應該這樣，你啲計講話，你叫伊聽下，你可以 link 嘅。啊，伊啲聽他啦，伊啲寫字嘅話，伊講 hello 嘅，得啦，伊講 hello。hello。一本即係直播。我以前告訴啦。嚇，講以前誒，做寫冊啊，咁樣嘅。哎呦，我會寫哦。我本來插佢名個。你講伊紅線嘅了啊？紅線。John。嚇。我講佢哋講見啦，會看到嘅嚇，我有一個 concept 啦。actually 是我是看係日本嘅，我講。日本嘅漫畫 comics 伊人有講關係講 mutation 人病嘅伊是講人都出事時咱會兩個目睭會對面頭會對面起啦，actually 個一個目睭，就是第三目睭，睇嚟逐個囡仔，逐個人出事冇有嘅。伊真正伊是到底哪邊嘅啦？咱就說講囡仔直接會有啥個，人講 six sense 就咯，講會看到啲會標在佢哋下面，可能 because 伊無冚起來個嘛，伊無冚起來，咱就啲囡仔啦，大漢慢慢伊大漢起來喎，伊慢慢伊就叫起來啦。哦。伊叫起來就無咧，伊就未看到下面。意思是講咱人actually 人本是成個 animals 咁你在你曬流河面，嗱你一出戲叫做 Beauty and the Beast 伊做迄個 Beast 是學迄個 scientist 美國嘅 scientist 家去研究人然後做一個成個真 special 嘅 weapon 可能伊是真正厲害 ，because 伊用夾成個 lion and tiger 嘅 gene 是下面下落去，所以人變咗成個我哋安怎講？18歲時，你看咧戲喎，伊人會戲喺啲頭殼，因就會聽到有人行落來，迄是伊個 nature 嘅，伊個 sensory perception 啦。哎呀，對戲啊！伊講一半伊 sensory 實對戲啊，不對。伊 sensory 實不對。誒，唔，我是講，你想講人 third eye 嘅嗬？是嗱，你冇人曬嘛？是冇人曬嘛？是只得愛咯。對。你被伊被先你冇人曬，你被改點白開白嘅嘛？開伊貼嘅白。當今嘅得愛是 LED 嘅，係我看到人冇人曬。LED 你冇了。當今變 LED 啊，冇人曬貼。特別得愛有時候我人之種無你好彩嘅，伊袂家己看嘅，我人嘛就俾家己看咯。哦，你特別自己看，還是你自己 accept 伊就咪看？accept 伊嘅，你 accept 伊就看咩？哦，伊就看咩？哦，แล้ว你是 accept 伊看咩？是應該未開啊？還是你自己愛驚愛開愛看？是。哦，愛開愛看冇使啦。แล้ว有啲人成個你咧，你是選擇自己看，還是開掉當然？是我 focus 咯，就會咯。哦，所以你at least 會淡薄 control 啦，當劍。你淡薄 control 咯。哦。你如果係看甲真啊清楚是無啦，無成日頂擺細漢安尼看安尼，你是較無見。丟影個了走過個，你講是看到嘅。哦，你是掉 DI 去看咩咧？還是你個那大漢咧，能那無去啊？那大漢你那會曉 control 了嘅，所以你。consider 你家己會曉看咯。哦，你若是我真奇怪，可能是你若是你其實你成個人可能你咪成個講我買做咩事成個講做咩事我有人可能會辣人可能你有人可能是有20
20幾歲是會咯。哦，你做到成日變咗係負擔型嘅可能。啊，是哦，像垃圾講，你真係 pressure 嘅啦。你垃圾你真係 pressure，你唔知第時你會看到，了你唔知迄零件感覺真個是假嘅，了你甲人講，你本唔敢，你驚互人笑你，講笑人。反正我唔是驚看到迄個哦，我是驚看到咧吼，我會甲人講，我安怎講，甲人講笑嘅。你記定到一間講佢一個做特別報，是特別報嚇，唔是特別報啊，特別報是咯，是唔是？伊看到本嘅啊？伊本是隻 pressure 嘛？是唔是伊嚇？31號，伊講伊看到本嘅時限咧是伊隻 pressure，伊講上邊小件嚟看伊嘛個樣個無相信，伊講伊看到你是咯，因為我講出來都無能相信，所以我隻 pressure 咯，愛講咪講，愛講咪講，愛講咪講，你講你講可能未哦？還是可能笑，還是可能罵？可能罵，講是唔是笑嘅，嗰是蝦米？了姑姑啊嗬，家己笑啲笑咩咯，無愛講。你是按照你是其實嘅感覺就講話嚟邊咧學緊你個家成日講起你無叫人笑，還是人講咯，上面咩？因為我拄到一個師傅嘛。了，我是你嗰個車係我講嘅。多謝。Catholic 嘅人嚟。講下。伊甲我講是伊甲我問伊嘛，我講我真係坎坷，因為我唔是講單單看到。咁樣講咯。長拍。電話能講打嘅聲。這是 Skype 嘅聲啊，頂有 Skype 人拍到呀。所以我講我唔知會看到垃圾物件，垃圾物件對我來講我是無咩 pressure，我是 pressure 我會看到物件愛 happen 嘅物件個了。我會記下下面愛走，下面愛過線，迄條路愛 accident，愛死人，愛發生嘅事個了，我看到先。所以我垃圾安尼看，我是垃圾貨。你自己叫啊？你講可能唔使啦，唔使啦。講了。所以垃圾我真係坎坷，就話你講。因為了其實有人 whispering 喺我耳仔，甲我 whisper。甲我講這個事愛發生，了有影真會發生。有影真會發生。所以我真係坎坷。Then 因為我唔知安怎做嘛，咁我都唔知下面sometimes 不要 handle 就對啦，不要 handle， 所以我就問伊，所以伊講，是你幾歲啊？唔知，我30幾啊咯，有驚啊未啊？未，我未生驚。OK， 30出可能啦，30幾，所以伊就講，伊干那學我一句爾，伊講你嘛學。砍掉你即個細節嘅咧，我夾起啦，伊叫我安怎學砍？伊講到時你就會曉了。安尼看咯。伊個無講安怎曉？無講安怎，伊講那個送我即句話爾啫。伊講到時你就會曉了，安尼看。你話安怎會曉？了 after 我轉了過後我轉來，因為沙拉瓦人嘛。了我啲沙拉瓦嘛，了我轉來這邊甲，了上了幾哪節。因為我甲伊講，我講是無啦，我甲伊講30分反正啦，了過後是另外一個 priest 啦，另外一個 pastor 甲我講另外一種講法本好啦，伊互我 solution 本就好嘅，你 pastor， 所以過後我安怎，了我是毋是講 OK 啦 ，since 人講我咪插咯，意思講發生下面事本 let go 咯，了伊阮是。因為有三代發生嘅吼，愛發生事吼，我心跳才快嗰度。我迄幾日吼是心情啊無爽，大家 something 愛 happen， 然後就有事發生，我就驚。了有影愛唔知第時會發生蝦米事，唔知喎。了我直直甲家己講，咪插，is out of my control， 安尼款咯。了慢，OK 啊啦，安啲我拄着。
另外一個 pastor 是阿毛人嚟嘛，แล้ว我有解講，我有安尼款嘅God of gift 嘅 God 啦 ，God 嘅 gift 啦 ，gifted 你啦 ，God 害啦，แล้ว伊講你 just 係咪咯？你 pray 咯，是你有可能心，是你 once 你有可能感覺嗬，你 just pray 咯，伊講你 pray 講。發生啲喊命嘅人善故，本好唔知喊命嘛咁冇，所可以跪即係bless 伊啦，可以跪即係勤考嘅係咪？哦，有別人跪即係勤考嘅，勤考嘅即係人所以我特把如果我可能心情好，我可能是冇，我就 convert 咯，我就 convert 去意思講我係 convert 即係感覺去 pray 咯。哦，so quite help 到我啦。你感覺到一種嘅物件嚇，你知講是伊較濟是到底你身邊人，還是捌嘅人本會你感覺到？唔知嘅人。捌嘅人本感覺到。唔捌嘅咧，唔捌嘅會哦。我會感覺到，我會 before 我伊幾先時我會含到異性嘅。我會幫到異性嘅，我會幫到一個人，然後我會。頂擺唔知嘛？我讀中學時是第一項啦，同你講讀中學時我是第一隻喺我看，所以你有咧嗬，我會知，我成日甲我講伊死去喺度，你 actually 過後嗬，甲知伊把你死了咗，你我講伊唔是死真正久啦，咩即係人？哦，咁我是隻少年人嗰陣喎。不另外買嗬，伊是死去咗嘅即係人 ，actually。哦，你做咩伊就只個死呢？特別。我係買嚟講，甲我講是，即個人死真久啊，因為一落來我想講伊死去啊。哦。你有成日講成日講在講伊個啥地標講絕袂死，還是有當時是啥感覺講無爽咧，咧是過嘢事是你個在講是咧事嘅，還是你在講啥物物件必須發生？但係講 9/11嘅時，你會感覺到 9/11啊？我 normally 安尼款嘅 disaster 嗬，我 normally 是看天嘅色嘅度，我 normally 我是看天時嘅。哦。我看天時嘅時候講，即幫會看到，做咩安尼 viet 即個天時，做咩會安尼？本地是 suppose 是真正熱，特別伊真正冷。哦。即個時間。suppose 這個時間是應該是有落雨，特別伊真正熱。你嗰時看到嗬，真啊一禽獸嗰時鳥嗬，真啊無 normal 安尼款出來。我 normally 是肯看，我早細漢你曉看很驚咯。但所以看，所以較早大漢當看報紙咪較早嗬，原來不有人迄種嘅人安尼款看咗。你講看disaster人本是肯看嘅嘛，有人寫頂麥人啦。頂擺十幾千年前是無迄種嘅安尼款嘅 advance 嘅嘛，咁無？你是看？對啊，我哋都是看禽獸，看下面嘅嘛。我早時係有看，想看啲即幫提示真奇怪。成間啲蘇南米本時嗰度 ，before 你日本啲蘇南米發生哦，嗰時我馬來西亞本地嘅，你本地冇有 affect 到呀？對。我馬上就被傷了就係，我規人想規日想有事發生，有事發生唔知蝦米物件。即種物件甲真正 annoy 我咗，我講真垃圾物件甲了，我是無安咪插笑了嘅，特別是乜嚟 disturb 我啦，我無插啦，特別你乜嚟 disturb 乜嚟插亂我啦，特別我第一驚就是我 feel 到 something， 特別我唔知蝦米物件，嚇你是我第一 pressure 了嘅，我第一 pressure 我垃圾我未做蝦米物件，未 control， 所以我第希望是我買啦，我第希望即係我係冚去啊。我係冚去啊。OK， 特別啊 ，John 啊。再講。When 你有安尼款嘅 gift 嘅時啊，你不要驚物件嘅啊。你不要驚物件。你不要驚，你看人貴，你再講事物，你不要驚，無想甲講。你無想甲講，人講要驚貴啦，驚蝦米啊？你袂曉嘅喎。特別唔是慢慢學，唔是，這物件無通學嘅，特別呢？關係。特別你一項物件你會知講是蝦米，就是
三間男仔講嘅啦，佢哋心亂，一亂，你知先先我安尼款嘅事啊，我想講我有病，你知哦。哦，我想講我有病。嚇 ，because 啊，你心會跳㗎，真啊。哦。即 irregular 就掉啊，會生卡咪，你知我去 hospital 幾拿刀，你知哦。แล้ว唔知講是 actually 是。安尼款嘅事嚟，你是講你心怎麼是跳 irregular heartbeat or something？ 嚇 irregular heartbeat，我去 hospital 只只請伊個好得啊，只刀仔哦。然後啊，我計真正坎坷 ，because 在 Malaysia 真啊 drop 唔是啊。然後伊請掉啊，係你一粒物件請到你袂使偷嘅，個無通長24點鐘。袂使講because 伊要再看蝦米物件安尼 irregular 嘛對。哦。所以逐過迄個老公就是講，即個物件是 genetic 嘅，但係我直直想蝦米物件 genetic， 安怎你生出來是安尼款，人嘅 heartbeat 就是 regular， 安怎你 irregular 嘅呢？了。伊就特登講來食藥，若是講來食藥，後頭會更加慘。我講買啦，我買食啦，但你看久來無去啊，會無去嘅。哦。會無去，我特別真濟年啦，10幾年安尼款。I suppose this has to do with biorhythm lah, and then because I think everybody is born with a bit of these gifts, but as you mature, it becomes either more pronounced or it recedes. So 安尼款前之 if 你若是講啊，你咪插伊就會無去。if 你直直對伊，你直直要 find out， 你直直 dwell 啊，伊就是你就會知真濟物件。特別有時對咱是好或無好，我唔知啦。because to me， 哎呀，無知較好過知。because 你知啊，係咪直接數下？特別我袂知別人物件，我會知迄個人 close to 我嘅爾，上加我有 affinity 嘅嚇，我就會知。若是講迄個無，我老實第一坎坷就是是伊看人嘅身軀有當落伊會有病啊，伊當落疼我本會知，因為我迄邊甲本對了疼嘅，你知無？我捌聽。上加阿龍迄日伊甲我講伊身軀。我袂記啊，昨久啊頂年事，伊甲我講，因為我咪伊身軀有病啊，是毋是我講？校長，我問伊講，是毋是你手是毋是有拔倒過，有 fracture 過？我 feel 到我手嘅 ankle 迄邊甲真啊疼。伊講是哦。所以特別你若是久，你咪猜你 ignore 伊久來伊會正去啦。但是講你直直去對伊啊，伊就直正 pronounce 嘅，了你會 feel 正坎坷嘅。我甲你講，男仔有一道真吉利嘅咯。我甲伊暗暝 WhatsApp 上網嘛，對我房間內面，了真我袂記幾點袂記啊。特別伊好像講講話咗，迄點聲我是準備要做這樣，了。我無講就半行，人哋往上榜就我做後面物件伊無詳知嘅嘛。係咯，伊講嗬，你係連面路。係咯，你咁我是對面去擺起來，我就去連面路咯。你無計講啦，特別知嚇。我是即係上榜條驗咗我電話嘛，係咯，我就做嘅一擺面整起來，準備要行去外口跑隻面路嚟連。我就按擺起來驗咗我handphone，係咯 email 嚟講，你係連面路。哎呀，你psychic啊，這是psychic。笑你psychic 話係咪？我講都知啊，真係知。你哪識啊？大家都來去幫晒。你達到recording直播走去幫晒幫照嘅嘛？我一條面路一條咗，所以我感覺有一條嚟咗。但係說冇，哎呀，佢而家連掉去啦，咩麻煩咗。所以我怕住個去連面路，按擺起來呢，一面先至嚟講，攞去連面路。咁使你rasa你哪識嘅人，你哪成日我I看人哦，opposite side 啊，一棒，伊本有伊嘅 vibration 真係 strong。哦，你該 pick up。
我梗係 pick up 掉佢。你 pick up 我 vibration 爽哦，我 vibration 都冇特特聽人我會 pick up 掉佢。所以點？哇！聽人一般是伊個 frequency 正 strong 嘅。你看到我 frequency strong 啊？未，小背啊！嗰時迄句話夾落嚟嗨。而我對起時呢，我看到你嘅時呢，我就啲你跟丁嘅人看到隻人嘅來時，你啦，所謂 vibration 嘅，做係按 Apple 嘛，咱就話就你邊樣嘛。佢 KL 時我對你嘅時，你感覺到你成日講會 read 到我嘅頭。I think 你未，我講。未啦，未。Because 我shell 個口正定正搞嘅，我 feel 到啦。我應該都是 positive 嘅人。哦，你是 positive 嘅人。你是唔是？我 feel 到只人成日講只 control read， 只會看接句話。你成日平時成日我只人只 control read 話，because 我 feel 到我係個口嘅 shell 只搞。你家己即係說講是你只 positive 嘅人，下面日本刷啦，免去想你濟啊，唔係去煩惱啦，下面嗬。อันนี้คนเราขังข้อวิดีโอสีแค่ลังอีจะ negative เหรอเดี๋ยวอีแล้วก็ weak ก็ weak เหรอแล้วว่าลังแต่เองจิบเดียวอี frequency เลยตุ๊ดเดี๋ยวเนื้อแต่นี่ว่าลัง frequency 是 strong กว่าอีแต่所以ว่าลังอีจิบเดียวอีแล้วอีจิบเดียวอีเป็นการอี看到อี我個未接條人嘅喎你我就係你先叫我看係咪錯啦喺你所在時而家借喺你會我，因為 frequency 咪是正借喺你垃圾嘅 frequency 嘅嘛，所以咪影響接我咯。咁即係按照你講before 你來我厝啊，你 already 會看到我看到你厝嘅屋口嘅 everything 個了嘅，我看到了嘅。按照你知，你會看到 everything from the top。from 你頂擺你講你厝接觸嘅時 from day one。基本接觸嚟看嘛，咁好。我已經是看到，你厝嘅對面是無厝嘅，是山巴嚟。對。แล้ว你厝，你講啦，before 你起時你就講啊。厝基本是安怎個了是上上咯，所以至我頭手去嘛，所以是有影是甲我看到嘅是上上咯。哦，呢隻趣味啊！你講點你嘅 analysis？小打波，冇啦，唔使真係 intuitive 啦，伊個了是有 logical explanation，特別伊真係 intuitive 啦，伊知伊捌人了，伊會 guess 真係這行嘅啦，伊唔是 guess 嘅啊，伊感覺嘅啦。我感覺，所以我唔係 wrong or 唔係 right， 我唔知。嚇，你我係 right 啦，你係腦，你唔使想到誒，你係腦會help process 人嘅 information 啦。我講唔是，即係是 example 啦，成家你就知阿龍嘅款，你知伊是有蝦米，你知伊嘅處，你係腦啊，你係腦係 compute 嘅 probability。伊愛連買攞嘅款嘅，所以伊若是白起來別跑物件，較濟是別跑買攞嘅，所以你會曉嘅 intuition and 款嘅。你是話 analysis 啦，OK。你看三巴布拉站嘅厝嘅，按照南西會看到你查無？南西啊，你厝有一間房間是唔是叫 cerebral 嘅？我知你意思。南西成個 Professor X 咧，哦，唔係啦，南西有頭毛啊嘛，呢個同時冇晒啊。查某係版本嘛。等陣我講起啦，同佢差唔多要講落，但係我做咗耐 episode 去，我會講，所以特別我成日冚了去，特別對半段，所以做咗落出去。你真係攞嚟記這個照慣咯。Oh my god！ 哎呀，อันนั้นจากที่เรารู้ไปลิมชิวแล้วฮะนี่สิวอดก้าสิจินอ่ะวอดก้าแล้วว่ามันสิเท่าอีสติ๊กเกอร์ขีโร่จริงๆสิฮะแล้วมันสิเหลี่ยมว่าตอนกี้ว่าเจเดียวน่าโซก็ตอนกี้ว่าเกียร์อีจูนั่นพอแอลกอฮอล์รับอี residue บุกกันแล้วเหี้ยกุดเหี้ยว้าวโอ้แล้วล่ะsorry นะก็จะ應該是叫你 rap 嘅。特別嚇
你到底是愛練嗰時間嚟 rap 嘅？我叫嚟 rap 呢，我冇練，咪嘅啲呢，嘅 call。有時我俾梅啦，咱講到對你third eye psychic 然後你咪講。But I think Namsai has a very special gift. She's a very gifted person. Even like in Kok Tiong Kong, intuitive, intuition. Not everybody has got this sharp intuition, you know. She has been gifted with this. 我未曉，我真係未曉講，你咪我唔知咯。你人問我，我咪答下面啦，答錯。嘛，冇你家己講你家己嘅經驗呢，你家己嘅經驗嚇，你冇去想緊呢啫。你即是你家己嘅經驗過物件，你 share 可能嘛。咱外邊人嘅 analyze，我你是安怎。我就是。特別你講你未看，我聽到我講你鬼嘅故事時，我講唔是鬼故事，我講我落去你樓下啦，講你講有藤鴨嚟叫玻璃，唔是藤鴨嚟嘅。唔知我就是唔知啦，就是我看到面我咪講下邊，安尼講嘢咯。特別 most of the time 是準啦。啊，你我背我呢？你講我背我安尼 ability？ 你愛哦？我 actually romantically 我愛。because cool 嘛，梗係 cool 呢。特別我捌聽 ，because 我細漢嘅時我捌看過，我有 exposed to 看到嚟 future psychic 嘅可能人，伊人像個阿南西講嘅可能，伊人我 always 有 one side 是真正淡薄 depressed 嘅就，所以because 你 sensitivity 你 intuition or whatever 本好啦，伊真正 sensitive 伊 pick up 人只 especially negative energy 你 soak up like a sponge 就，所以我 that side 我冇咪愛咯，所以我冇咪。我甲你講啦，那是你有安尼 gift 哦，安尼 gift 真坎坷呀，真坎坷 ，but if 你愛，你捌聽過 centering prayer。But yeah. You have if you practice, but then the thing is, you better understand. You have to ask for the gift of humility. If you as I cho ane because it is not for yourself. If you boy ane, if you ask for this gift and you gia lai cho sangka. As lu kaki power. 我真正我真正是我搞啊，我厲害啊。Then 你 show off 啦 ，show off。你會suffering 真正 intense。係解掉你啊。tapi 若是講你 actually give to 來 help 人喎。你做 centering prayer， 你會彈嘅。If you practice centering prayer， 你做 meditation， 你 fast。你會彈嘅，你知喎。Because 古早我有 practice， 我有點聲，我真係點聲嘅時，我特到做 centering prayer， 我會知物件會 happen， before it happen and all that。แล้วตอนที่โบเองไงโจกล้วยสิโจสันลึงโจบากวาตองกิมว่าโบ because ว่าไลค์ก็จะเป็นว่าโบฮามีมาว่าโบ the need to do it มากูจ้าว่า belong to the healing group มา so I have a need to do that to protect myself โบลูกบอกว่า cousin เหรอฮะมีฮามีแซ่ตันในบุญแซ่ตัน我帶唔到啲邊啊但嗱，你 send 好啊啦，你 send 好啊度，你 send 好啊度我係 iMessage 啦，我未曉，你帶邊啊未曉嘅，你就我報道嘅。我帶好你啊，依是到啲帶去馬病嘅，伊本是要 join 你 group 嘛，特別到啲你 Ploticus 你 Immaculate Conception 嘅。But John, what Jagong says is true, you know. You remember at one time, a couple of sessions back, 你想 because 我係小妹會看出嚟你講 you think I also have this capability. Maybe I may have, but I push it away.
I push it away because I don't want this responsibility. Every time I have this sense of something foreboding or this perception 这个我想这个人安怎这个人安怎我 pray 我讲 please I don't have what it needs to help this person. I want to help the person in another way. I don't want this gift. 我聽到嘅是，我 feel 到本啊，聽到是我們 feel 到我會 develop 安尼會 gift 啦。我聽到唔知是 because 我自己愛嘅什麼啦，我唔知啊。特別but at the same time 我買你知道。所以我們是有一節是我們是成個唔是一節啦。我 over a period of time 啊，我 push 我講我買 search deeper 咯。但係我會厝人有幾那 can 冇教我講，伊講那是你愛嚟講，伊yeah， 伊那是講，真係講講法。我等你這裡聊聊嘅時，我甲你講我人嘅 experience， 講我我人嘅朋友去嘅 experience。我俾聽你。我講何？你是多正咪講嘅？我唔係我講一邊啊。如果是人嘅。咩啦？一共未使，你聽這邊你未使講。嚇 ，because 是人嘅 private 物件，我咪講。講咩物件？講咩物件 ？Involve somebody we all know。嚇，所以咪講，我咪講咯。我未猜。我淨係就是我未使 disclose 嘅嗰陣。我交白老闆未使 disclose 嘅。這類物件我未使到這邊講，你 private 我會使甲你講，特別這物件。那是講，唔是講係咩？這類是。In general， 你咪講 special incident， 你是講 in general。咪咕嚕特別 trust 家講，即係講咧 after this， 我未知啊。我會講嘅物件，我就要講嘅。OK。John， 我你知我係人，我那是未講，我就要未講，未使講啦，對哦。我係share，我係 share，嚇，特別我未使講，所以我甲你講，這次物件，當今若是講，我甲你講嘅呢，你買一個 gift 哦，你就愛有領，真正 focus，and then like 嚇，你若是講買呢 ，then 你買做 ，because 阿無嚇，你嘅 life 會真正亂氣啦，唔是亂，真正 suffering 嘅，我甲你講，真正疼，真苦啊！甲你講。Because this is what Namsai say. You receive a part of that person's suffering. You know why I say I refuse this gift? Because I tell you this experience of mine. 幾年前有我拄到，你知我頂擺我甲你講，我係一個好朋友講，伊 mother-in-law 過身啦，伊叫我係小妹甲我去交卡手解情過了，我人看車了，看到伊坐我人嘅車後尾，伊嘅條人咧 ，after 伊 mother-in-law 死咧，帶條人來轉大個醫咗。One day 我去找伊嘅時，伊條人行出來，我看伊面，爾就，然後我細聲我甲我嘅朋友，伊真係親甲我嘅，我甲伊講，你特別顧這個老人啊，我甲伊真無好事咗，我看伊未過一年啊，伊看我講你莫拍前驚我講，咱 pray 啦。Because 伊條人 very healthy 嘅，只咁去跟去搏橋下面嘅咋。No 過日過啊，伊家己就 heart attack 一次。Because of that, to me that is a very great responsibility. You know, you have this gift. That means you have to follow through with this because you know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to that person. And 我無添聲，我未做呢物件，但係我講我買。
I don't want. I pray. I say I don't want. I want to help people in other ways. 大伯講我聽啊，唔係講我聽。啊，你講誒，像我本係本我頂擺嗬，就是我食十幾年下，我有一種嘅 feeling 就是，我嘅厝，我嘅 family 內邊有一個人愛走，你知喎？是那少年愛走，我直直有人肯甲我講，你知喎？哦，你是你就是安尼肯啊？嚇，像我有安尼款嘅聲肯甲我講，了你知我想講啥名咯？我想講我家己小弟，你知喎？哦，了我本無甲我小弟講。啊，食10年、10幾年，即個 feeling 我冇賣講，因為我知，即個物件我人袂 stop。嚇，我講你聽嘛，條車驚，厝個人嘛是擔心㗎冇。啊 ，This is the suffering part 啦，甲你講就是你知，but 你別。你別甲人講，你如果唔知伊準唔準嘛？上家直講我 maybe 我是家己去 guess 嘅嘛，㗎冇。你講我講笑，了我有影是。9加5-6年前，你知下面幾線咯？是我嘅翁嘅過幾線。哦，講哦。我是 aim 錯，我唔是 aim 錯，而係對我嚟講，possible就係關係我家己小弟咯。你成上對你小弟成啦。了是一個。哦。咁我就係養我，伊38歲了，心臟病，38歲心臟病走，2年前。哇！ So since then 我冇這個 feeling 啊。哦。我冇這個 feeling 啊，我這個 feeling 10幾年咯，直直對了我咯就。哦，I see。哦，對，你再講什麼啲特別，你直直單掉佢哋什麼啲是最最嘅 finally。這種嘅比例是真正坎坷嘅。我明白，但所以我同你講，我唔會你寫。我唔會，特別我賣就是那款啊，我就是講我就講誒，你對醫生講就變咗羅仔嘅那款就你做伊個 dot 啊，很可憐啊！但係我是驚咯，因為我看到我本是看到在身邊我捌嘅人本成那款只那款嘅樣家己，伊家己因為未甲人講咯，未甲人講嘅嘛，那款啊，只小可，因為你講你本是上家 break 了，喺你 nature 嘅。rules 㗎，你 break 啊，你就是講了 future 嘅嘢，互人聽，我哋意思咗。John， if 你講咗，if 你講啦，你破下你物件啦，你燒下你人嘅 suffering 你知唔？That means 下你物件被 befall on 下你人 is safe， tapi 你 take it on yourself。and you suffer in another form。冇相嘅 form。Yeah. Either 你會破病，或你會deplete 安尼款嘅物件。我甲你講啊，these are the things 啦 that you have to face。那時你係是驚安尼，你係是 take it upon yourself to 愛去破下你。我就是講過，我一個朋友，伊是是16，應該是16還是18爾？18歲啦，迄時我16安尼款，了我甲伊平做工嘅嘛，了有陣時我甲伊講，我講你到底你愛啲時間會 rest， 你愛肯做工嗬，你知你會看病，你知我肯甲伊講，你知嗬。所以我講了這句話了，因為我看伊真坎坷，因為伊先個媽咪來，伊講我無辦法，特別飼我查某囝。你我講你是做工俾我看你真 stress， 所以你睇落會看病嗰種。我嘅 feeling 教我講，伊會看病有直接。所以幾個月後嗬，收到消息講伊條 cancer。final stage。所以了幾後6個月內邊，伊就pass away啊，你知道？我就少甲人講嗰啲話，你知喎。我一講嗰啲話嗬，我一家聽人講嗰啲啊。就是較濟 almost 100% 就是發生啲事故咧。我同埋講我一講就是， so 伊 before 伊死吼，因為我 disclose 出來互伊聽嘛，我叫伊 be careful 嘛，敢無？我家己本着，所以我家己吼，
我第所講我係 ovary burst，特別我唔知是邊家無咁啦。我講第所時候我是講 refer to 只講嘅啦。我本suffer。哦，你根本掉掉。我基本suffer。Before 意思我本suffer。了我能去看上一個 doctor。我本 suspect 就講我是條 cancer 本，迄個是。So 個有actually 個有一間嘅，本是大波，伊是大波嚟。伊本我係搭地鐵做工，因為點解做 shooting 嘅嘛。แล้ว伊是本家邊嚟，แล้ว我甲伊講，你做咩搭地鐵肯做嘅啊？你免困嘅咩？伊講無法咯，做工咯。我甲伊講，你知唔知有一節嗬？你有時就是困啲 hospital 嗰邊㗎。哦。然有影嗬，幾個月後，伊有影甲人相拍，啲拍位，伊有影困啲 hospital 幾哪個月。喲。無通做工。但係穿咯。係穿。所以我講謝我，嗱我講真落 can 本掉哦，所以我咪講啦。哦，睇把刀都燒掉啦。我燒掉，我咪講，我成日驚。哦。你講安尼咁又好，有影我講掉好。我唔知，我無answer，我不要無answer。so better 咪講接。แล้วน้องฟังเลยหลังก็จุดๆหลังต่อเจงก็อันนี้ลัดเลยอ่ะไอ้ข้อเดียวไอ้ได้ข้อตะกุ้ย是感覺到人嘅很酷好歹嚇呢你把這做一個 topic 嗬甲了近後有 psychic 嘅人有安尼個目睭嘅人甲了再落去這個 chat room 嚟講convention 講嘅嘢成講嘅嘢成甲你講爆上嘅甲了要嘛講咁亂 convention 啊就是 psychic convention 近來 invite 有 psychic 嘅人嚟講啷就咁講話點啷仔啷個別講唔驚嘛你哋啦 OK 來上來show 哦，那我條鐵槍加了兩槍，我條鐵。你唔係一步啫，哈哈哈。兩個加豆嘅本廟，加一本幾本廟咪去咗咯，豆嘅困去咗嗱啥？我拿去房間，冇拿困。我拿去房間。嗰時你去除蒜頭嚟稱是唔是？冇，我拿去房間，我table 關咩事？我拿去我 table。我去房間。哇！我拿聽到嗎？你學見啊，聽得幾年啊？個那幾年個 echo 咧，個講個冇。阿長香講我咩？我係上線咯哇！我咪知，我咪是上線，我上線是真係。南西啊？南西？嚇，南西 mute 啊喎。南西 mute 了，不要緊。秘書。你好似咩？你去我後尾去夾水啉嘅事啊？我後尾每個塘仔邊啊，你看到咧一粒蒜頭哦。後尾每邊啊，無我無注意頭殼。無唔是頭殼，去塘仔咧。我無注意。哦。啲蒜頭係咪做撇事啊？Because 像南西講嘅咧，後尾較響嘛，我係。佢咧一個，我是無食蒜頭的吧？我買佢一粒蒜頭係記咧糖啊，食久了咯，3、4月節了咯，我係。你係嘅淡薄啲砧板。嚇？砧板係淡薄啲攞去袋啦。哦 ，OK。你因為攞袋啦。袋啊，嚟咩砧物嘅？有阿妹嘅嘛？嚇？你講咧，有阿妹嘅嘛？哦，係去袋咧嗰邊啊！我係去我後尾妹嘅邊啊位。有幾時你上線蒜頭help 條路，你咪bằng蒜頭咯。我嚟bằng bột qua乜嘢？嚟bằng阿莫丹榴蓮本嘢。依嚟就係學路邊白得特嘢了。啱晒，係bột qua 是學漢都滴滴呢。你得得啊，笑只，聽知我錄咗就是得得嘛。佢哋
時啊，無關冇咩嘅。啊，知我就木瓜搖來搖去。平時木瓜佢第幾關聽嘅，聽先寫出來啊，就知。是啦，人做。我俾講啊，誒，等陣啊，即阿 John，讓他不利聽知咩？係啊，係咩嚟？廣播啊，呢個轉你。跟住我會唔會靠住？要不來啊，加工。伊講個文呀，伊啲食物件。哦，係咪啊 ？Special guest star。Guest star。我當時會講等我想下，會講啷就是發去看命過。我食久啊，我話20幾年前。你看命是？我捌看過。我未記啊，係講下面嘅，我未記啊。伊講劇話就唔知噏乜啊，講一條快而已。OK， 我甲你講，我甲下你看命人講，我無相信伊嘅故事啊，講互你聽。講。我對一個 relative 去 somewhere 啦，了是 on the way 是伊講伊來了我帶你去，我要去看命，我講。你去啦，我咪去，所以咪借掉咯。我冇去看，伊講係咪啦？或者借掉邊等你啦。แล้วจ้ากง sorry 啊มิกูอ่ะ我 sorry 我特別去了，我特別去ดูกับ我朋友 ，OK， bye everybody。拜拜。加八卦可以。拜拜น้ำทราย拜拜กันเลย拜。喂，嗱，準備接嚟，冚一接。伊 off 翻我哋講英國點見咩好鬼大。唔係安尼講啦，你有冇鬼佬仔啊？你講下，你講。有時咪是係你人啲看時，我咪借掉。有位尺嚟拍咯，對我冇去聽伊講係咪啦 ？Then after that 是係你看面嘅人問我，你咪看，我講我都冇相信你，你叫我看做係咪？唔知喲。了伊講唔要叫我甲你看，若是講冇準我冇叫你累，伊講係我喏。若是講準你甲好我累，伊講係你都知喲。แล้วว่ามาสิกองว่า講จะเที่ยวแม่นหอลุยๆ啦 because ลู講嘅物件是講個數呀嘛我จะไผสิกูจะว่า吹啊จะ laser 呀แล้วว่า佢講ลู講個數呀 so 伊嘛講我叫佢講所以就ว่า講啊講ลู第時ลู會拄到蝦米人ลู會教因幾什麼幾年幾月กัน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ฮะเลยหลังกับลูกก้องไอ้สิตัวที่ตลกอีกว่าก้องกันแล้วรู้ใจอ๋อก้องกันจีน่ากูแล้วว่าเฉียวล่ะso ว่ามากับว่าฮะเลยชินจ้าก้องเนาะว่าก้องอันนี้มีแกบุ叫我相信啦我们哪相信แล้ว教甲真正久你知哦真正你無海累啦後尾講咗就無海累啊無海累我 of course 無海累啦我都無相信咱就海累講嘛無準無海累嘛你講安尼你想講我講你準啊對你嘛無海累咯無海累甲真正久真久了啊伊甲我講嘅物件真正幾年啊我一定有10幾年啊 later no伊講嘅物件哈，有領，準，哈，所以我都轉去找伊啊，叫你可以啦 ，because 我講伊嘛，我講伊係是你做我叫你轉去錄，哈，係你點寫？伊甲我講嘅時候，我係你親自去看嘅時候，伊只是10塊，我就笑講，我係你用互人撈你10塊，我佢講過，了伊講。人講伊真啊準，我講人講爾，我講若是講着
你愛聽物件嘛準咯，講到你咪聽物件嘛無準咯，我就係我特別講安尼物件啦。了時，伊就甲我講，貴啊，隻股就條車驚咗，我看啊，the same day, the same date, and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and 哇的大嚟漲，甲我講一個大嘅漲下邊。有年我呢物件 happen 啊，我個條車驚都知哦。哦。所以我到對佢學伊，隨伊學伊累，特別迄個人無地去了，伊無地下朋友，伊無大下朋友，我未必要隨無掉喺你厝。啊。了你看到物件，伊講互你聽真濟物件咧，還是甲你聽一項物件咧？我袂記啊啦，就 only one thing 就是講一個物件啦，講迄個日子嘅啦。other things 我袂記啊，嘛，那佢會記安尼濟物件。你都無相信啊？because 無相信嘛，所以無去 pay attention 本你知哦。安尼咯。特別你看到迄個大處長時，你較生氣啊？就是迄個大處長做我條車驚。咱一人捌去看阿漢捌去看咩過啊？無啊，我有一個朋友，伊是讀風水的啦，伊就甲我水了我的 personality 是安怎喜歡時辰八字的物件哦。伊講你在搞啉酒嚇，講頭禮拜。無啦。迄個是明知嘅，免水嘅。我水話先知個不驚哦。個搞幫搞啉啊，涵蓋到。甲這甲你講啦 ，John， 甲這係你看命人，甲這是掠你講嘅物件，了夾來用 against 互你聽，你愛聽嘅物件，你嘛是想講有領咯，叫啊，但係我阿個伊人不是。上加香港，伊人真搞嘅人啊，所以伊真 intuitive， 所以伊行淡薄你講嘅物件，了 you know one and one add 參起來，了嚇個加個長物件。我聽到水嘅聲，就是人倒水。單照，唔知啦，冇啦，我講嘅啦。唔是我冇點知。就是人水嘅聲，水嘅鬼，約唔通哦。誒，到底有來啊？但 special guest star 冇來，我唔知。伊講未來，伊食物件好食，特別我甲伊講了，我講這物件貴了嘅時，我人甲講嘅。你是咪 share 到正 show 嚟講嘅嚇？because 我叫伊家己甲我討 permission 嘛，別 share 物件，咱討 permission 就好嘛，別使亂做 share 啦。你到底 show 嚟講嘅咧，我就留條步，我就琴日要做 next topic 啊嘛。我冇等你對嚟時間講啦。OK， 真係我要講咧，就是講大媽攏聽到你我小小等嘛，所以變做攞出去咯。然後咁攏聽到是第二出啊，嗱你講第三粒嘅八嘅下，就是第另外一出啦。然後感謝這禮拜嘅邊咯，我想看就是主要未記啊，咁個你走去了嘅英國啲啊。毛龜個有就是個，等我看個有。Sambal belacan。諗來，特別冇出條聲個。Sambal belacan。แล้วGigi sambal belacan 對，sambal belacan 對。總之個女一個乜看到伊冇地氣啊。Uti。tapi mute啊。哪有？只股都冇看到伊 sambal belacan。Hello。一個阿韓咯，會看到你聽到你。sambal belacan。日本驚掉豆嘅南晒咯，拜拜。個南晒即係就八卦，แล้ว你八卦唔是抄成個你講？哦，成個變咗即係爆線嘅。加料破零咯，依個出味哦。出味哦。對。出味對嘅。爆咗個河蓮，所以爆炒角係啱嘅。如果係對啊。一地呢，不要緊，免炒嘢嘅。แล้วก็จะกงเนาะแล้วปอก็ปอเลงแล้วก็เชงจีเนาะ拜拜แล้วตัวที่Skype ฮับเป็น好雕我ไม่เดียวเลย actually 好เดียวก็ชิดหัวตรงนั้นแล้วสิก็定下幾路
complicated 唉，鬼嘅物件講。冇啊。OK， 咧，你一定要記。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啊，今日再見，拜拜。拜拜。拜拜。OK， off 佢哋 broadcast， 你話馬路正講。等陣我會講，我會 start 佢做ending， 另外就 second ending。哦。有諗問出聲。OK， 各位聽眾咧，當今日我哋講一邊先啊嚇，嚟講上等一下，你禮拜我哋接落去講另外一出新嘅一出講南西嘅話，講伊會看到咧第三粒目睭會看到物件嘅，迄個故事咁樣講。了禮拜六特別到對嚟收聽咯，這禮拜咧成聽嘅一邊先啦，各位嘅大家，我特別嘅邊時，哎呦死個頭頭水去啊！特別嘅邊時喊咯，叫住咧十萬八讚咯，了到嘅，十萬八讚是十萬 happy 啊，十萬八讚。แล้วนำไซโลแล้วปอเลงอ่ะแล้วก็จากงแล้วก็ชิงแล้วก็ญี่ปุ่นเกียก็ตมาเจ้าขี่แล้วเองก็เตียงบ่ actually บ่เจ้าขี่อ๋อฮัทเสียบ่เจ้าก็นี่頭先 show ending เองก็เตียงแล้วก็โอ้ตมาหน่อยเจ้าขี่จ้ะ阿龍ก็อาลงก็ชิดโฮก็ยากงก็จากง講了。定亞儀 OK， 定亞儀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期下禮拜都係聽我人講嗰個南西教人講伊水命誒，唔是水命你看人看到第三粒目睭誒，真刺激嘅，人特別都嚟聽，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拜。大家。Google Plus係bằng kinh costume mua. Costume mua. TV Boy 咪一點幾條bằng kinh嘅。Okay。叫bằng kinh。誒，特別你唔會話 stop 啊，你唔會講嗱講嘅時，你唔 continue 幾個時間阿妹嘅時間講，你能計啦。會使啦。會使啦。我講啦，我唔嚟先啦，喺啲庫呢嗰度有。唔係，別使啊，就是俾試下啷嘛，就俾試下啷嘛。我試下嘛，就係就俾出去個。一點半了。阿 John 買你水啦，阿 John 咯。Next topic shopping，OK， 到邊嚟啊？OK，拜拜。shopping。拜拜。